迄是起到一半啊，落尾就无继续起一个诶新的所在，无啥物特别的。嘿，要紧，对，这就免想过怪异。好，看卖呢。这变成你的啊？对，你还要困外口？无啦，你伫外口做代志做咧，若要有日头无，直接困就好啊。我想讲感情是遮歹哦。毋是啦，是迄时阵，敢若我一个人咧做代志嘛。你若讲一个人做，像这有无？插机这有无？有。我有放玻璃顶面顶限制伊关度，安尼伊这吼，你伫下骹遮插迄落树苗啊插落了，伊安尼都拢会发，你毋免爬悬，你着凹入去，拢错查拢错会着。伊这是设计好诶。过来即边有无？即边即个茶，即边，看这大张诶，即边，这个整安尼，伊就会使发大机，发做即种大张诶。整四格，甲整，敢着整伫即个图顶悬，还是无差？爱伫即个火炭机诶中。了解。我有放火炭机有无？我有甲规定迄落范围就对。伊诶所在出来。哎哟！我等下甲用较明显诶好啊。我用迄火把有明显啊。无要紧，我到时阵我甲饼诶图，搁甲换一下位咧，换迄落插头甲围起来，安尼就知影是倒位爱整啊。迄个做明显啊。好。我随时通开始。我已经逃走，哈哈。哎呀！刚才偷偷无乱讲话。我无要来。你嘛要来乱讲话啊？无，我放手出去啊！向我创安尼煞袂晓讲话。无，咱头拄拢无乱讲话，拢无讲话。今日拢还未开始。还未开始乱讲，嘿，水。对。连咪就知。大家好，今日是正月14，暗时的8点34分。大家暗，大家好。今日拜暗。变迄个报时代诶。我大概放上，最近放上就拢会讲日期个时间安尼。安尼哦。是讲做一个记录安尼款。今日咱继续老回来开讲世界老手安尼。是。今日敢有有特别目标无？这暗暝平安目标。系啊。煞无想过。无要紧，大家拢无啥目标。无要紧啦。等下我看下，奇怪，我感觉我听的声淡薄细声，是我的问题还是安怎？我看下。有会。无，我嘛真大声，敢 Discord 甲我的声禁掉的款。我毋知是安怎，我看下。禁你家己的声哦。我声敢若变较细，听恁讲话声拢。请讲话看卖，我听看卖。来，请。真两三。有安尼有，好，安尼使好。确定毋是误会啦，是 Discord 的问题。好。我耳仔够水较好啦。应该比我讲臭伊人啦。比我较好。哇！你敢有听过人迄试麦克？
拢买嘿，喂万寸万寸，你是专门在研究这呢？听久就会晓啊，听啊，嘿啊，伊人咧，因为伊早伫剧场有无？因为我伊早有伫剧场，人咧剧场咧试麦克咯，喂，寸，讲安尼试，毋知有啥物原因无咧？啊，我嘛毋知咧，之前我嘛初当会用着麦克的时阵嘛是安尼试。哦，那好听讲讲是迄个，嘿，因为有时会请迄个，我个人啊，这是我个人咧要啦，吼。嘿，敢会是讲人讲话迄个声音甲声调有无？啊，迄个尤其是华语你讲话，迄个，哦，这声较济吼，嘿，台湾的口腔有无？有台湾的口腔若讲华语的话，这声音会较济，较济，嘿，嘿，连迄声拢听有，这是有成功的麦克。应该是要调整甲听起来较袂遐奇怪，较袂遐惨，较爽快。嘿，对，对，因为有时咱会请迄个或者啥声音工程的人，sound engineer，因就会负责甲处理者，可能为着要互因试，去试看安怎较好。我毋知啊，我摇的啦。应该有可能呢。系啊。啥也袂含大拍就好。但如你口阿曼、伊达阿曼、有帅阿曼、水豚阿曼、吉翁阿曼大好。哎哟，阿曼库沙瓦暗暗，这久无看香。顶礼拜五放送2工尔，真久无看，已经过3-4工去啊。哦，走去带。哦，无用，搁注射。注射，哦对，看注射，有破文。哎呀，我拜六去注射啊，无啥物代志啊，毋过搁有病扫。看会无来去注射是安怎？预防射啦，预防射，哦，流感破病，嘿，对。你毋是最讲近流感，物件我捡袂起来。哦，有。有时那个节。OK，了解。哦，看起来真高级咧。库萨尔讲食啥白龙王番麦，佮有炊番薯，佮有茶米卵，哎哟，有影健康。啥物？来看迄个库萨尔暗顿，对。哦，恁暗顿食啥？我食豆奶店的。哦，我要按上宵夜嘛要。我讲认真我上啊，暗顿，我上爱食。阮兜是煮迄个，桂林仔菜啊，甲迄个老白菜，桂林仔菜、老白菜，又个迄个白斩鸡、白斩鸡啊，白斩鸡啊个汤是迄个炸迄个咸菜肉丝汤。哦，咸菜肉丝兼咸菜甲。啥物咸菜甲？我想着有一项物件是迄落咸菜甲，伊是咸菜甲肉丝，啊个红菜头甲做伙。毋知恁有看过？红菜头哦。嘿。无咧，我无安尼食过呢，因为若是咸红菜头做的汤，我敢若啉过，加排骨、甲菜头，啊个红菜头安尼。袂歹。嘿，无试过吼，我无就是嘿啊，无就是红菜头加迄个个切得做细块，啊加入去迄个番麦汤内底。这我答出来，这是我讲的咸菜甲。毋知你有看过无？迄中夹的迄丝仔，像丝仔，迄是不仔干的款。
看卖嘿，吼，哇，我电脑看卖嘿，好，较早初期你好，我看一下哦。小马你好，你是香港的 VTuber 朋友，你好你好。啊，阮讲台语，毋知你听有无？哦，这我有食过，是讲这你有食过功夫菜呢。哎，我袂，哎呀，这我甲济甲济，食看过食晦气，这功夫菜呢，这好食呢。以早若有你食，拢嘛是伫迄落人咧请的时阵，才有咧食呢。诶，真假？我之前抑搁读册时阵有食过呢。哎哟，伫厝内底吗？无，厝内底有食，啊，毋过学校嘛有，学校嘛有。哦，学校若有做这安尼，学校恁学校迄个餐厅嘛算有咧用心呢吼，因为做这是功夫菜呢吼。应该有通买啦，有买有变呢，就是人夹好对啊的。对啊对啊，我是细汉时有因食过。为介绍嘛应该无讲介绍迄若人工有做。应该真贵。嘿啊，真贵咧哦。啊，迄机器敢会当做？毋知呢，应该无啥可能我都迄爱夹，嘿啊。嘿啊，这一定要人工落夹的啊，较有可能用迄落。无怪讲功夫有影。系啊。留个车暗暗环境。听有一寡，哎哟，厉害呢！哎哟，厉害厉害！袂，还是有这语言的天分。恁敢会晓讲动话？我袂晓，连听都无一定听有。因为广东话也是，讲动话，讲动啊，话。我会晓一丝。哎哟，互你等者。讲动话，我敢若会晓迄落讲错会晓，还是你在咧讲？讲错是另外的啦。嘿，掉路无？哎呦，我就知。唔当，就这是走神，哎，对，其中拍了问着走神，哎，走神，就是高炸，嘿，个啥？迄落你若讲几箍银，10箍几箍无？3万。啊，蚊是嘿，那几箍啦？嘿，10万、20万，嘿，然后个迄落多谢话，我先看没有？哦，多谢，唔该，唔该，嘿，唔该，唔该晒，嘿，唔该晒。我会一算尔，嘿，我讲会晓即几句呢。太拢会晓。我嘛差不多会晓拢即几句尔，即标准诶，多谢。哎哟，哎，哇，好嘛，有熟悉几个香港来诶 VTuber 朋友啊，之前有含伊开讲过，啊，伊嘛有教我一寡香港话。啊，若是讲一个人讲甲袂白上，就是插到坏害，讲甲飞起来，迄种感觉。哦，嘿，有安尼讲。嘿，啊，我煞无物件通点啊好。无要紧啊，嘿啦，这你会使来学交流啊。啦。嘿啊，嘿啊，啊是你要来分享一句台湾话来看。大家咧讲，我想讲咪。咱今日来到火鸡的一礼拜一句俗语。一句俗语哦。来，咱水啦，今仔日是个正月14，咱今仔日即个逐礼拜一句呢，或者即个啥物啊？啊，向要讲啥物通讲？有一句或者啥物？树大着分话，啊人大敢是厝大着分家是无？大家算毋捌听过？厝大着分家。就是咧讲啥物？你这树仔若较大丛，你迄个树蛙，就树枝啦，咱树蛙就会就爱分，啊，即个一个家庭若是人较济，
早晚嘛是爱分家安尼，感谢你讲。了解了解。我说别人讲，别人解释，因为这个我无听过，所以我无多解释。我都甲救。亲像，迄落，因为咱是大人迄代有无？迄真正迄兄弟姊妹有够多啦。啊对啊，哎有影，像我去跳啊，阮时代迄边，阮爸爸迄边有无？差不多有哦，迄兄弟姊妹加起来应该有7个咧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，阮老爸是第7个。哦，哎呦，佫无顺表的吼。所以你变成讲我有诶有无？迄拄着迄食少年，我甲叫伊国宝。哦，确实是安尼，有确实这种诶。安尼，阮兜应该是算较细较少人，因为阮阿公敢若嘛高三个兄弟诶款，哦，阮阿嬷嘛3姊妹仔款，所以讲无讲介济。这生7个算真济啦。哎呀，这个已经够济着，哦，厉害。应该嘛是迄阵啊有要进产有无？需要拍手，较侪人来做事安尼。对呢。你要伤济嘛爱分给。什么是安尼？有人我别讲你。志峰因母啊嘛是第6个，哎呦。哦。安尼阮兜应该是真正算讲无啥物人，真少呢。系啊，毋过你亲诚济嘛麻烦。哎呀，过年时也是，哎呀，啥物时阵爱嫌毋知嫌倒一位。哎，毋过那囡仔人就有红包。啊，5个囡仔4尔。囡仔4尔，你大汉你就知我讲。变做你爱包含死死你就对啊，你知无？是好个在即马是讲吼，未结婚免包啦，免啊，未结婚免包啦。哦，毋过迄个逐个人标准也无共。对，有诶家庭有无？因为有诶家庭是你若讲出去社会开始趁钱，就爱开始对。啊，有人是讲结婚了再包就好。哎哟，啊，在人安尼。啊，有诶人也无按算要结婚的。我感觉要来生七个，无遐，我无钱，无钱就无法度生7个。就算有他生嘛，无要生甲遐济安尼。嘿对，即摆生了7个应该，即摆生了超过3个，我就应该爱拍婆啊。对，即摆有超过3个就无简单啊。哎呀，生了7个哦。你搁爱看太太有愿意无诶？哎呀，有诶太太，哎呀，是爱看太太迄个。是两边人诶代志，毋是嗰一个人讲就准算啊。系啊，你若讲太太要生7个，你嘛无要爱。哎呀，你嘛爱拼咧？规去做一队去踢骹球好啊，在一点。哎呦。过年高小囡仔尔，嘿啊！大人若大汉真正就是包红包，啊，个食物件安尼，啊，个爱传菜，啊，个煮菜，哎，就是忝拢忝大人啊。有诶真正迄个性我做歹。啊，对，上惊就是拄着性地歹，还是袂晓讲话，还是使了袂讲诶迄种，真正头疼。爱问一寡，你即摆读大？即摆薪水偌济？有出来做头路啊？薪水偌济？有查某无？有女朋友无？要生囝无？当时要生，要生囝。头壳够疼。对啊，迄个上读医科趁偌济，你想毋去读？我则想要问你，想要要去读？阮囝讲单位美国上来啦。哎呦，天哪！你叫你啥？搁伫
创啥创啥啊，迄敢有效？上无片较有效啦。哎对，水呢？啊，即甲你讲啦，你安尼做袂趁啦，我来讲啦，来对我做这啦，我来讲，来。哎呦，哇，是真正有影。伤过 real 啊，要袂看一啊。启峰顶摆才互因30分钟。咱即马先注解伊方式啊，逐个过年时啊来若拄着要安怎回？哎，教人歹声啥，你爱确定呢？无啦，过年咱都爱讲好话，讲好听，互人知影讲，迄个碰，迄个拄着两顶啊，袂伫啊，佮甲你问东问西，摇有无？哎，无一定呢，有诶嘛是迄个，听无你对。若拄着看，想讲你好欺负，就一直出念。白目个的。我会讲。偷听，你有一个比法都无？你若讲吼，迄时阵厝内底开始有囡仔诶时阵，你会当去做囡仔王，安怎做囡仔王？炸一台 Switch 登去，哎呦水，有无？安尼大人就袂来甲你还啊！伊就讲囡仔，互你考赞，你去顾囡仔，你就为着囡仔有无？摕迄台 Switch 就插咧电视面顶。逐个囡仔就围伫遐，然后哥，你要玩这个，我也会玩，然后这样，安有无？听个经验的呢。我还讲这一招较厉害的。这真比法，大家真记起来。同性的就是迄台 Switch 够用少的，毋是家己的。哎呦，那毋是家己的就无要紧啦。毋是，够免够开这条钱哇。哎呀。有啦，你也家己本身有 Switch 的话，嘛会当。会使。水呢？啊，若较厉害的，炸一台 PS5登去。哎呦，这有理。想讲厝内底无你拍电动，无就是买几盒披萨登去。哎呦，会使，做囡仔人诶喙，嘿，无就是你用即个方法对无？你有炸物件登去嘛好看，嘛青草，登去囡仔为着你，大人袂来甲你使叫，你看这方法就有啦。哎有影。而且囡仔人嘛有食着，袂讲迄个过年菜无好食。会咸，互因食披萨哦。今仔你红包你已经食落啊？你今年无红包食落啊？有道理。哦，你今年这就是你红包啊！哦，你甲食落啊？红包拢食去啊！袂当个拖啊！做一摆解决几难问题呢？嘿，哇！会使有理，安尼无问题，厉害。一招会使破三风，一个是亲戚袂来甲你啰嗦，过来就是囡仔袂甲你讨红包，家己有面子，你看安尼话，水，有食着披萨。人讲2转奇米啊，即摆是3转，甲要甲4转，佫10转去10转哦。哎呀，叫要10转啊，厉害。恁过年会玩假无？过年，哎哟，我想起来，旧年阮兜有玩假。哦哟，旧年啦，迄是阮老爸诶代志，也毋是我。哦，就是我都毋免遐详细，就是讲是我是讲，就是年菜问题啊，含阮阿哥啊去上讨咧款。结果我是无咧插销啦，毋过就我嘛袂紧食原底是讲年菜结果一道敢若嘛无讲真澎湃的款，就我意思的，好，食互阮阿嬷看，因为2-3块鸡肉就刷去骨头就家己点物件来食。安尼算嘛会当呢哦。因为阮
其实啦，迄是阮兜时代诶代志啊。迄落阿哥嘛是，我嘛真讨厌啊，无讲介，无讲介介意啦。啊，着阮即几年老伙仔身体状况较济，啊，着伊着较直接出现，啊，着我嘛甲伊起了不离一冲突，啊，着无想到，想袂到过年时啊，阮老爸直接害伊起冲突，爽！玩起来对啊，哦应该是有关系。过年拢嘛是有时阵拄着一寡迄落性格较歹，拢嘛冤家。亲像我都拄过迄种，要无转来就炸一条鲈鱼啊，啊平常时无啥咧煮，啊就摕去迄落做红烧嘛。嘿，啊就鲈鱼通平常时嘛无啥咧煮，啊鱼啊嘛无讲介俗。哦啊，炸倒来，迄亲像就讲吼，迄芳去倒顶尔，就开始伫遐讲啊，哎哟，阿哥你若安尼做，你这鱼啊哪安尼煮啦啊，有够讨济啦，哎，这鱼啊就爱安怎煮啊，哎哟，这鱼啊嘛无俗呢吼，啊，来煮啊。阿鱼啊，倒来了，洗叫就对了。啊，这唔实在，这种要想讨厌。意见遐济，家己来煮啊，无歹食啊。实在。迄有诶，就是伊诶性格就安尼念在。啊，高念。到就是自细汉看到大汉，就是这人就是安尼。啊，迄就改袂过。伊诶性就安尼无度啊。对，伊哩我甲你去解说一下。嘿，伊哩。嘿，我来看这边迄错叉迄个叉机场有无？嘿，这是跳工乌一个月嘿，我知。嘿啊，伊安尼政策好无？就是咱个毋免爬楼梯，还是个用迄个土加大管，贴袂安尼哦，个毋免贴无管。就是你安尼下骹种一家，啊面顶有限制伊诶悬度，所以安尼种出来茶有无？就是你讲伤悬，嘿，袂讲伤悬，嘿，啊你收成就咱行迄落平地就好啊。我就是甲你讲一下，这是免啊。好，嘿，对，我甲用较光诶，安尼较高发。感觉煞真无目标。目标哦，哎呀，啊无就是看要去一间仔啥，因为阮今仔日吼是拍算讲要甲迄落半自动诶田有无？要甲摊吼较大地。哦，好啊，搁摊一地出来安尼啦。哦好啊，我是咧想讲安尼做，啊毋过安就是所在诶话，可能爱个调整些，敢要去世界机关，安尼歹，要去倒一个？总主要是若要种遮诶田，我看觅哦，因为恁四项拢找着，你敢有找着西瓜啊？甲迄落金龟是有啦，西瓜哪像无呢？西瓜也袂。金龟有啦吼，金龟伫倒位？金龟有，金龟应该是伫咧箱仔底，我看者。安尼嘛，用一下金龟田的好啊，金龟田甲金龟田就爱用迄落手动落去收啊，无自动收诶。金龟敢袂去摕去？拢食去啊！
无确定，我会记你顶摆绿地有讲有，啊，毋过毋知伫倒。敢袂伫个牌仔底，还是讲哇，我看者变做搁爱来找。无要紧无要紧。若若无的话，今仔日的目标就是甲金龟甲死龟找出来。袂歹，安尼嘛。我记你边仔庄仔头有金龟，有金龟着，会使去遐招一个。好啊。我会去招一个金龟看卖。也是可以啊。啊，哇，迄落半自动的蚕，我是想讲要做一个规模较大的啦。嘿，好。咱着为遮个甲阿姆斯特朗个好，迄直接起来就好啊。逐摆说卖块一定爱去一间进食，会使呢。毋过无概念，无啥会晓。真正敢真正诶，真正。我做芳调诶呢。耶！你若要去真正的话，就先找一粒山头吧。哦，我想袂到今仔日我因遐紧就出来。敢有紧？已经拖半点钟才出来。我半点钟平常时拢足紧就出。我是毋知你平常时偌紧就出来啦。你讲敢好？安尼系啊，无代志。水啦！哎哟，啊无就是讲，你若要去真正的话，就先去找一粒你感觉袂歹的山头，啊，甲迄个山头边的环境整理理咧，啊，先为山顶要去真正的所在，甲开一块地嘛，啊，上下骹开一条路落来，啊，做楼梯去山头面顶。为山骹做楼梯，啊，甲迄落行的迄个路有无？迄个步道甲迄个楼梯去到上面顶啊，换一个平地，啊，搁迄落山骹放一个迄落土里啥物啊？土里衣，嘿，做一个土里衣，嘿。哇，会使。先安尼做，啊，真正搁后壁搁想看嘛，要安怎做安尼？会使。目标的话，先做种地甲迄个土里衣较好做啦。啊，看材质是要用啥安尼，小想者。啊，搁山头要放伫倒一粒山头。先建一个山头，建一个好位。安尼香火敢会旺？会啦，应该是会啦。彩虹看嘛会使啊。啊，就爱做交通啊，咱爱拍铁机路拍到遐去。哦。像安尼，迄边的迄个厝价嘛会升起来，有无？袂歹。上好应该着樱花木。嘛是爱吹啦，爱吹。樱花木爱吹哦。咱这边拢是迄落较高所在，所以无樱花嘿。爱吹啦，爱吹啦。嘿。啊，无就是无减啊，无减去找迄落找西瓜嘛，金龟甲西瓜嘛，嘿啊。金龟我去庄仔头招无爱行诶。对，就无爱翕。就永远的。八粒银龟来啊！感觉嘛会使起一个大只阿火。什么阿火？一骹大骹箱仔耳。哦。你做我的迄落。系啊。纪念馆。会使做一个迄落。大只阿火纪念馆有无？啊，我得要伫咧是纪念啥？嘛是有人话着已经去纪念馆啊。哦，安尼呢？啊，内部有无？因为是箱仔嘛，所以内部就是仓库有无？
哎呦，世界拢想安尼，足大型的，足大型的仓库，甲啊入面伊安尼，入面内底就圆歪歪拢是开箱的声。你个车上讲纪念馆一票啦，有有淡薄趣味啦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人都问讲，纪念馆材质是啥？哦，啥啊？对内底就不但笨手卖啦，卖哎，白蛋，哎呦，实在插头上方便生产应该是哦，应该是对啦。什么有这红红光光讲啥？诶，等下，原来咱有纸，头拄仔算无看到金龟子伫下骹，我扫出去，有找到我照好话啊，不要紧，咱即马金龟子甲金龟拢有啊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海林石、金地、蜡烛，应该是免蜡烛啦，就是伫顶头点火嘛会使啊。嘛对啦，嘛对啦，毋知想要听起来怎么笑？你会去下骹采地角的地角照有无？火就袂花去。点火，系啊。毋过我怎找无到，我来试者。我试过找看觅，敢有别项物件无？伊敢若西瓜进前倒位看着过，我会小想者，因为西瓜敢若咱上头仔厝下骹迄冰箱底敢若有西瓜，还是我记了毋对去？即摆记伫刷电脑愈来愈歹。哦。啊，有当时要想啥，真正想袂起来。咱拢无少年啊！哎呀，讲实在，咱开讲的阿慧，迄个哪的门免哪做安尼？哪的门？哪？插头呢？迄个插头的迄个边仔围哦，我记你着加迄哪电脑柄。毋是哪啦，迄个叫啥？迄个毋是，我袂记迄号算啥。袂记讲。毋是西瓜是苹果。无伊说出去。敢若是两边放两个手机，中放两个木材安尼，咁样呢？等下哦，手机安怎？手机放两支伫个上正边甲上倒边，啊中放两个木材。Oh my！哦有啊，有好，后尾那收倒倒。安尼等来才较紧啊！我走甲毋知倒位去。我西瓜生伫树仔顶，西瓜生伫涂骹。当然是树仔顶啊！哈？西瓜呢？无我咧迄个看来敢有真正咧听。老师毋是都安尼讲。西瓜若生树仔顶，安尼毋对，足重诶。若熟啊，就随破呢。对呢。系啊，啊毋是像椰子迄款诶，椰子佫会使保护一下，啊西瓜就直接脆糊糊啊。嘿，都喷火。榴莲较恐怖，真正生咧树仔顶。哎哟！榴莲真正生喺树仔顶，啊嘛是保护有迄虽然个保护性命。对，加在迄个迄阵啥物Newton 是伫迄个。是伫咧英国，毋是伫咧马来西亚，是南洋。无咱着伊着无法度发表。也毋过伊若无发表遐个，即马应该有一寡学生会较辛苦诶。哎嘛对，啊毋过着即个迄个里边诶物件着无去吼。嘛是啦。系啊。我就咧找迄个纪念馆诶材料。嘛，脆糊仙桃，恁敢有食过仙桃？无呢？
喂，迄啥物滋味？真正有先头就不哩大粒内底高高，有哥哥哦，就是食起来感觉亲像纤维较济诶榴莲的款，应该是安尼。哦，我找者，因为我较无因无介意为哥哥的物件，嘿，我无啥介意。因为会我惊阮哦。阿嬷进前拜拜的时阵，真介意要来食，毋过故意咧食。有人讲嘛，好做蛋黄果，我毋捌听过。嘿，对。哦，所以我实在食袂惯势。我是连迄个羊角豆啊，我拢无啥介意。羊角豆啊，羊角豆，就迄个做啥？煞袂记中文，或者啥？羊角豆迄啊，落秋葵，角豆嘿啊，角豆我会使呢。你会使吼？应该普通人拢会使啦。我较劲，无要紧。你较紧食的款对，啊，较劲食。呢，若无爱食，我就紧食；啊，若爱食，我就紧食。对啊，迄面包果，佫有花莲叫做巴吉鲁，哦，嘿，就是迄个做啥？就是伫咧海顶，迄个做啥？欧洲人驶船啊，到南洋就会挽一寡摕去食迄种诶。羊角豆是用吞诶，哈敢？会过定？对啊，当做危险的呢。哎啊，啊，狗呢？要死啊！佫有一只狗仔身躯顶煞无骨头，缩去。哪会个？想要佫进水啊！着，我想看觅，我煞毋知要安怎找迄个纪念馆的迄个海林石。再看缘分吼。嘿，可能爱哦。袂要紧，我只有想看。两只狗仔呢，佫有3只猪，哎哟，4只，遐济着。哦，我想只看。狗仔甲猪仔真济呢，我会试去找插头。哦，佫学着迄个逐礼拜一句的迄个俗语话，会使甲大家分享啊。嘿，嘿，叫做迄个，我袂记你是倒一句先讲，或者迄个听某大丈夫，拍某猪高高牛。牛，哎，对，毋对，会使，这会使。对，敢若解说，就是爱听某啦，听某才是大丈夫。袂使甲人拍啦。讲拍就是精神安尼。哎呀，情势不如啦。毋对。哎，我想看觅哦。金门有啥物？啥物的纪念馆？金门我会记得有炮阵的纪念馆，还佫有应该古济鸟，我煞袂记。之前有去过一摆。我毋捌去过呢。遐我细汉时去的，记忆无讲介深。原来嘿如鸟。毋过遐天气算好啦，哦，虽然讲我是热天气的，哇，热天气对我来天气嘛好，我这个讲啥咧？哦，你互我团结嘛？我别讲开始要讲这个53。早晚咧讲一寡袂晓听的。我当然会打较暗的。你加油！看你当冻偌久？我毋知，可能3秒钟。哦，伊你敢会当冻3秒钟？哦，这我就毋知。我可能过等讲啊收到伊你的团票，我就
请陈慧智先生来做一个笔录看嘛。人家红红光光啊呢。哦，哦，在哎呦，听无菜，佮拍无菜，哎呦对呢啊！哎呦哎呦，生一个卖管的啊，怎啊强过？对啊，这嘛是搞，嘛是呢。听无菜佮拍无菜是无共的对无？听无菜啥我菜？袂记，我会记你拍无菜，敢若是花仔菜，什么菜我袂记。咦，啊是东欧啊，火锅店着爱有拍无菜，我袂记呢。安怎爱拍无？我毋知，因为有人着无代志诶。起骹动手安尼，哎呀，无代志起啊，动手想讲练身体，练啊无身体，因讲诶，因讲诶，是有人会安尼讲，嘿，伊敢若是讲吼，伊翁伫外口种菜种诶，啊，甲物件摕转来，啊，结果迄菜菜到沙沙煮煮咧有无？啊，怎变少？剩一碗尔。哦啊，东欧啦啊，我想起来，东欧，东欧是拍无菜，偷这物安怎拄安怎？哦，病啊，听人是安尼，无菜，敢若是五母，这音乐无啥会晓五母，就是一条一条会紧迄个五母。哦，嘿，我实在掠无啥有，因为甲日语相像，哦，因为日语是五母，啊，啊，台语我煞袂记你真正，我若有讲过五母还是五母，我会听五母好，五母。等下，听无菜就是五母，我答出来啊。影者，有拍红菜无？这好问题，敢有拍？古早人讲有，古早的女性敢有遐个有通拍红？可能袂讲，系，歹听，所以可能袂讲了，看咧。爱民主啊，毋敢讲啊，拍翁可能应该是了，因为袂红。惊某诶人嘛，毋是讲少咧吼，嘛是有咧。有诶人可能爱无拍，因为都直接摕台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学着，袂使欺负女性，因为因若是歹起来，安那死拢毋知。嘿，台语照念五母，嘿对，因为台语甲日语的音嘛是有淡薄仔无共，所以讲我会伫咧要安怎读淡薄仔家己叫，到底是要用啥物款的音来发？哦，会互相影响的对，拍无菜，嘿对，会影响对。虽然讲伊就是为日语来的。嘛是会当直接读日语的好，嘿啊，读日语就会使了解不哩济台语啊。亲像迄落，咱若是讲拍招呼，另外一款讲法叫做挨杀子。哦，对，有听过无？嘿，这台就是湾话嘛有讲，嘿，这就是迄落日语来的。啊，欧西波，嘿，欧西波利嘛是啊。囡仔抓囡仔啊，嘿对啊，啊 commission 嘛是啊，啊控 concrete 嘛是啊，嘿，真济嘛是啊，嘿对，是啊个啊，个哦真济呢。敢是五母的话，应该是就是五母甲五母有话音，所以可能才好做听母菜安尼。哦，竟然是安尼哦，应该有可能啦，有可能是安尼啦。哦，听起来有理，
啊五无摕钱，真好食。啊，若是串签做小菜嘛，真好食。对，嘿，面单啊，有时阵会看着，足久无食啊，啊。个切切。啊，日本人嘛会放伫汤内底做伙滚。之前有想过要去市场底买一支来做菜，不过伤长食袂起，我想讲煞去。一届就爱买到一支差不多，我估一下50-60公分起，虽然讲无讲介粗，毋过爱摕冰就淡薄仔麻烦。啊，甲淮山差不多共款，就是拢长长啊，要创是一回事，毋过要冰就阁是另外一回事。哦，迄嘛定位吼，若准食嘿啊袂了，嘛靠是足无方定地，便。冰箱底嘛无啥位通放，因为平常时啊买菜就是买甲冰箱就要挤袂落诶，所以讲无位阁通放遐有诶无诶。即马咱嘛会使去共日记摕来用，也嘛是啊。比如讲，是我较后来学较是，嘿啊，就是点心就会使，嘛会使用日记来讲啊。哦，无普林嘛，感觉爱对这汉字补丁。哦对，啊，毋过毋是讲古早就讲普林食两零，嗯，若像你讲迄个普丁，普林嘿啊，嘿，若像有人讲食两零诶款，哦，成两零，就是因为内底有卵有零，啊是熟诶，就安尼。嘿啊，因为嘿其中头拄仔是讲，若要对汉字，就变做布丁。哦，敢若是迄人衫裤破一空啊，摕来补一补。对，普林，嘿对，普林。我记得实在嘛到有一段时间伫遐讨论讲，那台语新的名词是要用什么款的？迄个什么款的物件来发音安尼？爱看伊的出处吧。嘿啊，那华语有通就会使直接用，啊，若是为外国来有机会通用伊的原因，就用伊的原因安尼。系有影。亲像东西市日本咧做迄个叫啥？想看觅维新啊，因的迄个维新的活动。嘿，对，日本维新明治维新的时阵，因是爱迄个杀迄个西洋化嘛，啊，西洋化一寡新的物件，因拢用迄个片希腊卡塔卡纳，卡塔卡纳来叫安尼。是，嘛有上后来个二战时阵，才甲迄落西洋词拢改做日本词安尼。啊，亲像迄落汽水，原底因是号做苏打，是赛达啊。赛达。二战的时阵，因着搁改做铁泡水，就是水清的水。嘿，是，伊嘛真出名。迄个 donuts 敢若有换一个名。哦，是哦，拢想袂起来。这我嘛毋知。因为迄时阵因迄边爱甲迄落为西洋风来的物件，全拢抹除掉，爱互伊迄落日本化。因为迄时阵咧甲西洋风迄边咧战争嘛，甲美国咧战争嘛。系啊。听讲北韩即摆禁止食热狗，恁敢有听着？这条新闻。这毋知呢。
因讲嘛是为着迄个卖互迄个资本主义来亲门大户，所以就袂晓食热狗。厉害呢，厉害想到这步。热狗热狗对，就好到小狗热狗。热狗哦，毋过因讲有通食。哦，就是你是讲热狗平毋是讲常时啊，因迄落西洋的物件就食无啥有，敢毋是？我毋知，毋捌住过遐，我毋知。我嘛毋知，这我嘛毋知。迄就是啊，因迄边诶，因迄边诶迄落人民要巴肚是足正常诶代志，好无？哎呀，对啊就是嘿啊，因迄若真正是将军啊，还是一寡干部啦，迄个董事局，寡迄落人民董事局迄种诶，拢嘛过了也好咧。哎呀，啊，有番路做啦，啊，搁一寡啥，拢过了日子我辛苦咧。因两种生活天差较地。啊，因迄就是现代贵族啊。哦，即摆找着钱嘛好高，做古早诶船，嘿，嘿，哦，反正世界人险，我来找看觅，敢有啥物件？我嘛毋知呢，好高。啊，着插头尔。海诶华语拢，啥物拢得饼。发觉太诶华语拢啥物拢得饼，啥物意思？因食上好是较紧着三个。人因上大尾，毋是着生做安尼啊？应该会哦诚，紧啦。啊，因若袂来看我遮来啊，因若听无啊，所以讲那有要紧。嘛对除非是对面的迄落十铺，啊，将哦军带反正你原底讲台湾伊晓听无？哎，嘿，将军带领有大量，迄飞弹转去别位就好，嘿，莫转位遮来。拍袂到遮来啦，样着因迄飞弹无遐厉害啊。好，你一个呛声哦。真正因为上济嘛拍到日本遐去，袂写出去尔，就去迄落韩国诶迄个萨德甲动来啊。哎嘛是啊，有啥物好惊对无？有面对理有独裁理，就是爱硬起来。讲正话对无？哎呀哦，确实是安尼啦。嘛有理嘛有理。免甲惊，因要拢嘛话甲送你啊呛甲。大声咧。习近平小熊维尼安尼。哦，哦不，啊，毋是我讲啊，毋是我讲。诶，伊是是我讲诶，是我讲诶。伊是福建诶，应该听有一寡福建话。哦，伊有做过迄个福建省长，伊有做过福建省长，所以伊会晓讲台语，伊会晓讲台语。伊听有啦，伊听有一寡台湾话。伊会晓讲，啊，毋过伊无伫逐个人，伊有做过福建省长，所以伊会晓讲台语。啊嘿，因为以早有迄个台商有无？哦，我有看过有个台商访问，啊，伊有伫福建省长，你迄个习近平你做福建省长的时阵，伊有甲伊见面，啊嘛有开讲过。嘿，伊讲习近平捌台语，嘿，对，嘛听有，啊，毋过伊无亲耳啊听过伊讲台语，啊，毋过我感觉伊是会晓讲的。嘿，啊对，因为伊迄个政治环境吼，政治环境吼，伊应该是袂使讲。啦。嘿啊，应当爱讲北京话。伊嘛无通选，也是叫伊有机会嘛，做伙来复兴咱的。毋
知有。哇，好大大掉。就咧想讲，嘿，我头拄就咧想讲吼，毋知有机会无，就是有一工会使听到习近平讲台语。伊嘛是身不由己啊，反正伊都想要讲诶。可怜的福建话，社会信用减100。Society credit minus 救人。讲一定就会讲的啊，就是若真正会讲，就早就讲啊，不要紧。哎呦，晓哦！好晓哦，收到炸弹的蛋蛋。上啦！原来咧大声呢，哦，嘛无想到。哎呦，我错掉，我想讲真正人来讲掠人啊！我想讲真正来啊！哎呦，我未准备好呢。啊！然后迄个惊掉，我无是讲遐大声的要求啊。哦，真是的，哎呦，哦，倒来就惊一条，是胖子 boy 暗你，我嘛惊一条，大家应该不要紧哦。一两三是惊着无代志。是，惊着爱食大人喙烂。哎呦，啊，我找着芳啊呢，绿芳。芳啊！哎呀，我找着海啉酒啊，毋过我讲学袂叮当。哦，我酒惨啊，学袂叮当。轰呀轰痛痛，这我不要唱。我会晓。我不要。还有个梨啊，哦，呀，咁唔使骑啊？诶，唔知，敢是还有迄个马鞍？我无查出来，而且我嘛无认字，无法度，应该无法度查到对，可惜。呀，啊，我想我走呢。我看起来，我毋知我即摆伫倒位。你啊，敢袂使载人？应该是会使啦，应当是会使啦。因为要会使徛，咱你啊应该嘛会使徛。欸，佫一个砖仔头呢？哦，安尼哦。哎哟，我是惊倒位去，遐紧就找着啊，水。呀，掠到等于做，掠到等于做学家。我看者，这台语要安怎念？哎哟，小友，啊，这咪搞搞。想到对面人嘛会，讲鸟啊，对面人嘛会食梨啊。梨啊是啥物？驴子。会当食？啊，嘛有做中药。伊个皮是中药材啊，结果规中国的梨啊，看怎叫食甲有要绝症呢？可以当安尼哦。哎哟。因为迄个中药材梨啊皮有无？哦。迄个叫啥物？叫啥物歌是啊？叫做阿加。阿加还是阿哥？听讲对男性有较好的帮助。就是乌的一股。伊用迄个梨啊皮有无？啊，拄啊落做提炼。啊，提炼了变成乌一块膏安尼。是。阿哥啦，还是阿胶？我找着罗马字是阿加。阿加啦吼。伊迄
讲食到尾来，迄个梨仔皮咱用进口诶，哇，中国已经无人嘿，中国已经无人咧食梨啊，无已经食到梨啊，拢食了诶啊。无完成诶，真正是食糖、食铁、食甲卤面。哦，这互我想拢爱食着，我牛嘛是有相像诶，即个故事，就是若像是原底，就是讲原底日本人无咧食牛，啊，毋过是嘿，到是安怎要食牛，我煞袂记，就是就是咧西洋化，对对西洋化，西洋化迄个维迄阵新，对嘛是开始维新迄以后阵，嘿，啊，迄阵就是逐个就开始食牛，啊，食诶就发现讲，日本诶原生诶牛，就要互食甲无去。啊，就要发现讲迄个，就是讲日本诶牛甲迄个别位诶牛滋味佫无共，所以才会知影讲哦，会使保存一下即个日本原底即个品种，所以才有即个。然后因着饲出外牛出来，对，敢是安尼？就是伊就是日本原生诶迄个品种才有做和牛，啊，才有迄个伊迄个油诶迄个分布，才会，对。嘿，对，咱诶绿地来啊，哎哟，绿地有声就知影啦呀。阿妈，我偷偷听到迄条，确实是一棒诶。我嘛是啊，真嘅，头拄仔咧讲歹话，讲人诶歹话，毋是你诶。讲对面诶，毋是讲你诶。哦，嘿，对面嘅，对面诶。讲对面诶歹话，你讲，你咧放歌戏无？你毋是无你我袂讲？讲，哦，啊，毋对。头拄仔毋是即条，嘿。要放 Serening，要放啊，你 Training。讲，天上太阳红彤彤，哎，对，水啦。他都係傷大聲啊，所以我毋敢佫放一遍，佫放一遍傷大聲。哦，調較是啥？我遮個有，哎，我遮個有遐個客群，哎呦，安尼哦，先買，先买哦。我都學白講話啊。阮若是假講話，真正入面出代志呢？我入面出來接的話呢？剛才毋是我彈到，真正會出代志。對面是亞美利卡。哎呀，咱兩邊攏是對面的。哈，啥物意思？就是我今擺宴會無講對面的對面啊。剛個宴會，啥物？宴會？我講剛個有今擺無放刷宴會人吧？應該會。吧，足濟吧。應該還有剩的款啊。二樓，應該啦。第二樓。頂回放無了。你其實標烏卡。啊，無，我想起來啊。頂回我是看迄落。我甲迄線路切去啊。哎呦，煞袂記。我看是蒙愛，所以講伊是標阿加，烏加應該毋是。咱頂禮拜是毋是無開啊？頂禮拜無啊。無。頂禮拜敢若換呢？對。哦，對吼，頂禮拜要去。我看住咧。我算毋知我行倒位去。你咧放宴會呢？我好，安尼我放無哦。放着。哎，不放炮！係。要放啊哦！要放啊！哦，做啊，根本是爆米花。我做久無聽者，迄個白阿姐咧畫者。阮遮嘛有咧賣爆米花嘛是安尼畫。我最後一擺聽者是我迄個讀幼稚園的時陣，啊，我講有影。遮久着。啊，毋過無啊，因為伊攏佇我咧上課時陣放啊。哦。啊，毋過即馬無去上課，
嘛无听者，伊咧爱，你爱什么？哎呦，人咧做生理的讲啦，你爱你画啦，用话嘛差不多，用画无的较好听，伊真正是有爱，用爱谁要蹦啊哦，用画的啦。哦，伊画正常会画甲，无伊迄你爱听过，你才知影伊迄上爱。真正上爱，你无就要上班哦？上班做痛苦安尼，哇，哇！可能是爱车，爱车是啥？萤火到底是生伫倒位咧？煞找无？萤火，我无下我画面，这羊仔真济呢。哎哟，世界拢羊啊！嗯，会使喷爱诶，爱，我截取袂着我的麦块，啊，啥啦？你抓 OBS 袂着， OBS 佫出问题。看者，诶，录地只暗顿啊会使袂？喷爱啊，爱啊，爱啊，爱啊！哦，喷爱啊！我记你的麦克较细声呢，诶，是哦，安尼敢有正常？有较大声，有较大声。哦，歹势歹势，我离麦克喷爱啊，袂先。使。诶有啊，有画面啊，哎，水，诶，恭喜恭喜，欢迎转来。我要来挖片坑啊，好，好，请学送继续诶，我久无挖迄坑啊，2礼拜无动啊，诶，愈学愈大坑。无飞机我嘛来的片坑，啊，我诶鼻孔啊，我无鼻孔，你无甲我斟足看，迄是目睭，迄毋是鼻孔啊。我想着 Pokemon 新诶嘛有一只迄水鸡款啊，伊诶，等下我直接打出来。啥物号做马戏？你是讲我是水鸡诶款呢？不，不伊是水鸡款，伊嘛是迄落目睭塞伫咧中，人当做是鼻孔安尼。我叫是你毋，是讲你是我想讲我上爱食水鸡，你咧讲我是水鸡，我诚久无食着水鸡安尼。我找一个。即只中黄黄诶是伊诶目睭，啊两边白白迄是伊诶迄落，迄个叫啥？等下我找一个。会讲电诶物件，还是等下？哦，高水呢？哎呀，真够水啊！哦，所以边仔迄毋是目睭，迄毋是中黄黄诶，足这是目像的呢睭。嘿，诶，了解。啊那讲着这，安尼当我好几支影片互恁看，好啊，恁应该有嘿，看着吗？我毋知影，什么影片？你细汉时讲哦笑亏，可我害啥等下？恁看诶，我是迄袂使，迄袂使。我下伫迄个拍离开讲遐，好，哪了我头拄仔是拍？哦，无代志。哦，你诶，这是啥我知。Instagram，原来是你的啊！等下哦，我大互大家看好啊。有意思呢。大概就是兴趣味的啦。
迄毋是目睭，迄是鼻孔啦。啊，毋过真像。哎呀，嘛是。哇！哦，则个一个起一半地甲门，喂个嘿安那？猜怎么落个？哎哟，哦，研究。哎哟，即摆天气当咧寒，拄好，安那？拄好浸一下温泉。哎哟，哎哟，敢袂收烧？无一定，在使用者爱看迄个浸温泉的人家己安怎想。好，啊，反正毋是我。啊无够，肠咧寒，毋是肠仔的肠啦，哦，当咧寒就是爱食一寡烧的啊，你的胃嘛是啦肠才会烧。嘛对啦。对啊，你会当啉一下眼酒。眼酒大家会使食一摆，毋过过食一摆尔。嘿，我刚介食胡达，啊，食胖。我无啦胡达，胡达，我的音感调胡大是啥？加胡达啦，哦，就是啊嘿，是啊，我哪像捌食过。是不太好食有。吧，麻油的吧，拢嘛有吧。麻油也是控汤拢有啊。嗯，伊吧好吃无？什么阿慧要胡达，厝的上当这嘿酒，控水无？无。啊笑，食饭就包包的顿伊，毋敢，是否毋敢食胡达？我算应该算介意食啦。你莫甲我讲迄啥物，我应该拢食会落。那主要是我是知影伊是啥物物件诶状况，我无想要食。嘿，啊，可能做这物件咱拢是安尼。我就想你芳水鸡互我，你甲我讲迄是鸡吧，我共款会食。毋过水鸡肉是真正好食啦，嘿，真正啊，好食。毋过我知影若是水鸡就食袂落安尼。都有一个形的啊。啊，对啊，啊，毋过大部分嘛是啦的水鸡嘛拢看会出伊的形呢。无啦，若拄较细地就啊，嘛对，毋知影。嘛对。嘿啊，啊，还有啥？物？恁敢有食过蛇？无？啊无呢，我想要食看觅，其实我想要食看觅，我我未嘛是想要食食过看。觅，啊，毋过无机会。人嘛讲蛇肉食起来像鸡肉味啊，嘿，嗯，无试过，想要试看觅。阿边敢有食过？无嘛共款无。我敢若有看过有人伫遐画迄个要安怎，迄个抬蛇迄个有无？哦，乡亲父老姊妹，楼顶就楼骹安怎拄安怎，伫遐画安尼。人讲长沙手边好，台湾出毒蛇，诶，即款会晓。好，对。迄规大，大规大天我煞袂记得讲。系啊，哦长沙出兵好，台湾出毒蛇，台湾无毒蛇啊，煞袂记多五招。哦，台湾科技很有科技。啊，敢有影？真假？倒一会颗？哦，迄个叫健康吧是啥？哈？自然的款。啊，这靠白会向的对。迄件是足够经常。嘿，国中啊，国小的时阵，我会记饭时正还佫有，敢无做百步蛇，还是八步啊，嘿啊，啊佫煞袂记。少年，我毋知影少年蛇，华语叫少年蛇啦，台语叫啥？我毋知影。啊，搁迄落啊，迄个叫啥？
汤匙要抓有无？毋知影。诶，就是饭时正，哎，饭匙车嘛，嘿，饭匙车，嗯，哦，卡达切，各位知啊招。啊，我快讲我知影，卡达听卡达。哎哟，哎，这两礼拜前都已经讲过啊，莫搁讲啊。啊不，那两礼拜前哦，阮遮就是逐礼拜拢爱讲，无讲到迄个今仔日也袂故事无红包呢爽快。这阮听讲恁大人，大人拢无红包。我这已经变传单统啊独讲一句，对啊。这领导人就是遮无聊。迄啥拢食会落，吓，莫讲着拢食会落，加实性，啥物加实性？啊，毋是加啊，滚啊型。早嘛是想要食看觅，啊，迄落土啊，我嘛是其实想要食看觅，哦，就是我们可以吃兔兔。嘟嘟那么可爱。人若是真正饲来要食的，我是愿意食看觅，你莫食着人哇，迄的毋是迄落吗？迄落一出题，迄个水塘电影啊，嘿，对，电影，迄敢若原底嘛是对面人咧翕的，是，嘿，对面的电影啊，结果无干呢，耶，拢莫食，然后莫食，诶，拢莫食。哎呀以，前人就讲有通食就好啊，这咸，嘿啊，个咸莫毋食是。食着，毋是食着人的朋友，还是食着人人的哦，爸母，啊，毋是食你的肉，哎，嘛对，毋是诶，若是专讲饲来食的，我愿意食。对啊。我嘛想要食看觅鹿吧，这长大的动物拢想要食麻鱼、土沙、乌手、乌溜，毋是乌手。我想讲乌手，敢有人咧食？有啊，乌手嘛有，无，迄毋是，我知有麻雀啦，乌啊，迄是乌啊，是有人咧食，啊乌手伤细只，应该食无去啊。对，可能无啥肉哦。嘿，乌溜我无食过，毋过土沙我定定咧食。嗯，迄嘛，也是有迄种土沙汤，真好食。嗯，毋过会有土味。我啦，迄种胡芦棒伫喙孔，胡芦棒伫喙孔爆发的感受什么货啊实？在是使人团乱。就是鸡骨啊，就哦，内底就是酱啊，啊加落就砰跌出来啊。连荷尔蒙都食会出来啊！迄就是骨啊，就是讲的迄两粒啊。所以讲就是荷尔蒙无问题的款，食会出来应该是安尼讲，应该是安尼讲啦。呵，可能嘛，做诶人会感觉讲迄足补诶吼，就是欠啥就补啥，迄就欠荷尔蒙。迄应该是古堡迄落女白金尔，对，照你是安尼来讲是。讲诶。嘿，应该是。咱即摆较有迄科学观念啦。系啊，补应该是伫麻油咧补诶款啊。系啊。哦，结果是安尼。较早人拢讲食形补形啊，欠啥就食啥。补对形。对。所以讲，欠钱就哎，有影呢，看钱要吃钱啊！有理。有理哦。食钱也毋是就钱。哎哟，安尼真台北市长足欠钱咧吼，哎，哎哟，食了袂少钱诶咪嘛。哎哟，哦，哎哟，有理。一定伊讲诶拢有理，伊讲有理，伊讲有理。顶摆已经讲过。迄包袱仔拢捡起来，等冷冻，应该是永远互因困伫遐。迄好食诶物件袂使吐济，爱摕出来食。
诶，哦，伙计，嗯你个简单度是调整伫简单是吧？对，我惊死啊！你想要较困难呢？无啦，是一个是般你我算是拢普通生存的话啦，是普拢通呢？普通啊，无着困难安尼啦。无啦，我是问者尔，我在恁在恁，你啊，无要紧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我较问者无效尔啦，嘿，我无志气啊。最近看影片，日本师傅咧开麻戏，想要试看嘛？哎呀，伊都想要试看卖台麻戏。哦，啊，其麻戏实我看做溜的呢，无好睇呢。嘿啊，爱摕迄人师傅拢摕一只长长的，甲伊的头顶伫咧菜帮顶头，我听起来够恐怖诶。嘿，蛮恐怖。毋过看人咧抬虾，实在想要试看卖，要甲虾切做三片的感觉。哦，日本话叫做三枚俄罗斯，就是切做三块，两边肉甲中一排骨头安尼。哦，毋过迄刀仔嘛爱食来，想要试看卖。你会当去找一哦个迄个师傅对二，应该家己买鱼仔来试研就究使来啊。试就好啊。无嘿啊啊，敢毋是嘛有迄个技术？技术应该是练习了就会晓啦，因为迄落人美国的迄落主菜节目嘛是无经验的，也是淡薄仔经验的，都家己都会使切做三遍啦。哦，安尼哦，哎呀，我较汉伫咧看主食的节目，啊近摆看，The 着 Golden 足妖的 Ramsay 迄种节目你有看过无你讲对种？Golden Ramsay，啊？有小可有啦，嘿无讲看介济。小可迄就是有，毋是你最即只终口牛已经青甲会使食我桌顶的菜啊！对，你搁讲一摆你是啥物？我是北七七三多一集，经典的。哎呀，It's a fucking raw！你上后错这句，这个是车。毋过恁敢有看过伊迄个有迄个移动版的，就是迄个有囡仔啦，伊做温柔的，完全比然无后共人。因为想讲大人应该拢大人大种啊，较简单会物件，嘿，做效果啦，迄拢做效果啦。对啊，对啊，无问题。对，所以我若倒一工对恁做无礼貌，一定是做效果哈。安尼是啦，安尼一开始就爱做无了。你镜头前有无？开始咧错。一桶气过三麦俄罗斯哦，趣味厉害。伊头讲即个鱼青甲我会当摕起来扇你的喙皮，哎有影。无青嘛会当扇喙皮啊。毋过是爱家己家己跳起来，家己伸手。哦，啊，安尼才有青。系啊，有车才较大声。哎，看我即个鲈鱼上好切，哎呀，鲈鱼，我后回无见试看卖。看者三只无溜八上树，啥物意思？哦，我找一个。无听过。三只无溜八上树，三只无溜八上树，就是讲什么三只公背球球？哎，对，就是讲咱即个三只讲身体健康骹手袂了。
嘿，到这是老懵老鬼会使补拖刀。嘿，老懵老个会当爬上树，三只无溜爬上树，就是讲无学习、无练习，啊，随学就会随袂记哩，安尼。哦，嘿，哦，嘿嘿嘿，哦，所以甲三节讲无关系啊，莫考读三节讲啊，毋是三只讲，毋通家己太比，加着严重的规支手拢互伊，哎哟，哦，比我嘛无食过咧，你有食过无？比无呢，没比无咧，当食看诶，比就是迄个赛后把比，迄个比啊，嘿，对，比，哦，我无背迄。就是迄个就是像菇迄种的比。哦，久笑比无尾迄个比，比笑啊，后一句恁是接比笑菇粗皮，还是比笑菇头底底？打这个。哎，我是好粗皮爹，爹吧？我是啊上开始学是学粗皮呢我。刚听过粗皮呢，我是学卡底呢。卡底哦，头一个听到卡底呢，这趣味哦。我嘛是头一遍听着卡底，以前拢听着迄落头底底。伊讲古笑比无尾，比笑古卡底啊。如果两字啊。欸哦，我是粗皮嘛两字啊，哎，粗皮我是上头是听到粗皮无，啊，有卡底较有较趣味，押韵啊。皮嘛有啊。皮嘛有啊，对呢。啊是讲有诶。你看，有一个有你袂爽，你爱规个拢会才我爽。紧，这嘛毋是我咧讲诶，迄我老师咧讲诶。哦，互老师去欢乐无要，紧，无要紧。应该去欢乐哦。嘿，老迄阵师高中社团敢若我一个学生啊，哦，台语社团吗？台语社团敢若我一个，社团，我忘记咧困。有意思。嘿，有影有意思。伊啊，师傅阿母买一箱甘拉米，内底嘛有一只细只的鱼仔会跳起来伊的，哎哟！甘拉米内底佫有鱼仔，真假的，遐好看着。买干嘛别送鱼啊？冇事啊！趁着啊，趁着啊，嘿哎呀，趁着啊。咱的，真正有趁的，嘿啊，真正呢。莫看是偌细条，咱迄就是讲行伊哩，嘿是。咱过年了后招一工来教飞机生麻雀耍。罗兰兰，哇！我想讲过年应该是咧拍麻雀，你甲我讲生活罗兰，会使会使嘛会使，要拍目球嘛会，拍目球嘛会使啊。拢会使拢会使。我上面做麻安尼就雀，换恁甲我教，想要做目球，你是这？日本麻雀，日本嘛会我嘛晓，台湾捌算过。我是我一般的嘛想袂晓啊。诶，我嘛袂晓拍。我是拢会晓啦。毋过我会晓甲摆，像电影迄安尼做顺甲踩起来。若猜起来就好，啊就会使啊。这头一步啊，这个好的开始。阮爸踩袂起来呢。哎呦，哎哟，这无练过，要练。我想讲电影拢安尼演，我就直接照做，就用起来。厉害呢，你有厉害，有熬。再见啊，再见。对，国家的未来的颗粒啊。靠麻将吗哎呀，我目球嘛会使啊，会使啊，人即嘛无比赛的。是啦，哎呀，甘那屁的鱼啊，就是好心啊，好心啊囝哦，哎哟，恐怖！安尼规气直接放裤转去厝开台语是讲大个讲嘛？是公主开讲哈？啥物？啥物？会使算脱衣褪衫目笑，等下，咱遮毋是啊，我一开始就无啥是咧。无地糖，对，我袂晓讲有算其实。
应该有。但我算啥啊？有啦，你若要算嘛是可以啦。即种诶，毋是上好算，就是一开始拢烫一寡细项无要紧诶。比如讲衫，上尾才是要紧诶，比如讲袜啊安尼。这哇，你做捌的呢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拢知？我毋知。我对烫衫麻雀这都拢无啥物概念。我无啊，我无研究过，这我毋知。若毋是我台，我毋是我讲诶。救人哦！你汤毋是我画诶，哎，好，衫毋是我烫诶袂使烫啊！哈？只讲袂晓会使烫，这应该是看迄个要算诶时阵，逐个来约定看安怎。嘿，看嗯，大部分拢嘛是会使互你烫迄种细项诶。哎呀，安尼毋才有刺客的，一开始爱为细项慢点嘿啊，对啊，就是到尾啊，真正输甲会使烫大项诶时阵，逐个人敢有输甲烫裤诶时阵就知。嗯哎，你嘛真捌吼，我是无，你是无成真，我知。我是无啥物通腿啦。你有啥？啊对啦，其实我外套会使脱掉呢。对啊，无参像我一开始就迄个烫目体。哎哟，安尼讲起来嘛是足见笑诶，哎哟，你即摆才开始感觉计上嘛，已經袂有已啊，經袂有，已經無差啦。炸掉的关系啊。哎呀，早就大家看了了，看现现啊，看出出啊。阿辉就剩内裤尔，阿辉连内裤拢无啦。连内裤都无。那个大人带囡仔烫衫吧，就感觉会生等诶，咱无算到遐。这已經有較超過。啥物大人带细汉，恁遮大人爱检讨。你这大人拢无紅包。咱故意咧囡仔讲话啊。有用。哦，真正是有愈来。大人带细汉，都 FBI 就要来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，这厉害这厉害。连这声嘛有。有咯。我在录现场的，无啦无啦。你不要那么专业好不好？我平常是看图尔，想会到你有啥？有咯。搞，真正搞，真正有搞，哎！感觉爆米花的话声，迄讲爆米花的话声，无啦，迄毋是，这是应该是烟火。烟火。这迄爆米花无毋对。其实我想起来嘛，真久无食着爆米花呢。我嘛是。我要10年无食着呢。哎哟，我因可能为我实在无当。无当哦，因为我想讲，细汉时有一届食了伤济，结果等到食个伤长，啊就食个惊。迄可能嘛無啥好消化吼。系啊，迄就是米，拢米。系啊。哦。恁过年会食麻糍无？麻糍？袂呢。嗯，阮兜麻袂。糍无呢，安那无？麻糍应该是无。麻糍，麻糍想讲平常时啊，想要食就食。哦，无讲过年甲食就对啊。对对对。过年应该是无，就是桌顶袂出现安尼。因为有时阵，阮即边是会甲糖仔放做伙嘅。哦。因为是过年拢会摆一盘糖仔嘛。对。嘿，摕拜拜安尼哦。毋是啊，就是迄落过年食甜甜啊，迄个就是好过年啊。
果子放做伙款还是对，哦，放一般果子啊，迄个，所以讲可能是因为厝内底有时大较爱食麻糍，加川麻糍。可能想讲食甜甜爱迄嘛甜路的，哎对，都会有理，对啊会。使有意思呢。安尼嘛好啊，就是买家己爱食的，哎呀，家己欢喜就上重要的啊。无毋对。是讲哦，过年是我爱开车转去。哦，随讲就忝嘛吼。是我想着我爱驶，我就感觉搭个顶。哇，有影辛苦的呢。无爆米香食先食磅番麦，磅番麦是较定定伫食啦。对啊，较市场看会着。哎呀，磅番麦较好食。我较爱食爆米香，可能因为较罕得食，就感觉愈好食安尼。我较爱食饭番麦讲，我嘛是较爱番麦。恁这迄个台湾价值无够，无啦，无啦。哦，真开始无礼貌啊好。你对一只牛讲台湾价值嘛都奇怪诶。啊，无要讲啦，牛肉汤，牛肉我都已经台湾精神啊。牛肉羹，无，包包诶，我讲有传吼，啊会就是哈，原来都啊，伫美国讲有爆米香诶，我毋知。哦，迄我看过，我无看过呢。美国也有爆米香咧。然后啪，结果伊倒咧。哦，爱确定呢。美国爆米香敢会用掠去？袂掠去，会翘去。你敢？无，伊迄毋是爆米香，迄就是棒人香，迄迄就是在叫我爆米香咧。有人哦。迄实在。哦，迄我看着嘛，笑出来。哦，你的快乐建筑伫别人痛苦。无，迄就是文化的对，无共的差，迄真趣味呢。这敢算文化的差别？嘛算啦，嘛算。系啊，迄套爱食掺有乌米的爆米香，头一摆看着呢。我嘛无听过呢。我个看过内底掺土豆的。哦，米粉酥或者沙琪玛票，沙琪玛敢是爆米香？毋是，这无共无款。共。无共款哦。迄是沙琪玛是用煎的，啊是米粉做的，毋是米做的。啊个啥？听着蹦蹦两声，都有爆米香我吧？对啦，那美国就袂使学袂起啦呢。较危险哦。啊，危险！尤其是若伫学校诶话啊。哎呦，这更加危险咯！讲又变调。你平常时较无爱讲话，迄个同学就甲你讲，明仔载卖来。我甲你讲，你平常时拢对我足好诶，所以吼，你明仔载来好。你明仔载卖来好好。哇，恁这适合去留学，恁拢已经知，这文化的差别。在地文化拢做了解啊。在地文化，确实是在地。就去遮讲啥物？伫婚林大汉，啊，毋过因阿爸是台北人，当要对伊去台北过年，佮爱更伊药水，啥意思？更伊药。去台北过年，啊，毋着人平常时北上路拢无咧踢啊，啊，人咧踢迄落南下诶，安尼因颠倒兵呢吼。颠倒兵较舒适呢。舒适呢，免搁伫遐对人踢车。哦，嘛对呢。
甲大家拢颠倒边。有人咧拍有人咧我拍摄我饮料。我输饮料，哦，素啥物？素普林西。哦，普林啊。你想要讲啥？讲素啥物叫素西？我想讲你讲啥物较特别的？要无要无？如果要开车啊，无，要无。讲到赛车的头疼，所以无安尼。危险无？吼，咱迄个旧厝迄边，吼，要入去迄行啊，有够歹势呢。伊迄行，因为咱是伫人迄个行啊底啊，吼，嗯，所以吼，伊个有一个挖角，伊挖角有够细条的啦。车若要入去吼，因为咱的迄个厝，迄个。就是迄种三合，迄个传统的迄种三合院嘛，对吧？嘿，啊，传统的迄种，伊中午是有一个迄个，迄个会使拍潮的场，哦，对啊，嘿，叫做传统有一个亭伫遐，就是爱赛车入去遐停个嘛。啊，毋过进前啊，着爱先经过一条足下行啊，爱挖角哦，你若无注意，着溜着边。哎呦，我过来头疼。逐边驶位拢足艰苦的。哦，无咧读又个安尼，阮搭拢坐高铁哦。你个遮讲拢坐高铁，啊，毋过爱早7-8箱的药水着倒断哦，是安怎啊？有水，有水水有啥物爱早有水？对啊，为啥爱早药水？我嘛毋知。啥物看有贵？对你纯粹甲先行袂晓啊？咁安尼？你拢安尼哦？哇，我是无想到即步啦。我真正无。哦，伊讲是因爸洗药剂啦。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哦，还是佫唱遐大声。安尼较辛苦有影。嘿。有诶行啊嘛，真细条，嘿啊。而且佫有人驶会驶去人诶田间，啊，一个人啊，伫若骑诶就走袂出来。毋得变迄个迄规台驶落地田诶拢嘛有。出事了，阿伯，阿伯，阿伯出事了。哎呀，做画面的呢。哎呀，看者，赛车逐工嘛有人赛车烧金，嘛是啦，赛车内底上好是莫骑车啦，迄实在看倒单。啊，绿地你安怎？啊，对，安那？我进场想的是永昌诶正中心。哇，泡温泉咯！耶，后世人再会。有温暖无？我来上温暖了，伊利，嘿，最后你温暖嘅，来，等下哦。啉落，虽然我毋知影迄啥。我轻箱底内底物件，等下。哎哟，遐烧着，烧烫烫呢。人家过来做，哎呀，这着遐济啦！哎哟，拢规家己研究呢，遐济着。哦，啊，这会使做电推呢。你若要伫别个做怪物茶会当用。嘿，哦，恁敢有迄个看到迄个中日时代迄边讲？中午是吧？
哎，啊这个有袂够煞袂记因为若验证的话，总有时会直接做迄落，这边系对，无限的验证啊，无限的验证会使摕来做迄落哦烧物件的迄个。哦，哦，会燃料使安尼哦，哎呀，对，哦对，哦，哎，这着啊无顶摆找着是水晶是无？地水石啊，咱顶回找水晶无着，地水石啊，原来是地水水石，对，地水石，原来如此，好了解。看遮困难车要规划时钟，若有诶话，学几支啊，摕来学几块啊，摕来做迄落，摕来做无限的验证啊。受影响，嘿嘛是市场啊，毋过爱是，先学着铁啦，我即摆咧学铁，爱做迄落大鼎。咱铁真济呢，大鼎应该是有够了。敢有？迄做了了就开始会搞，对啊，哦，好，大鼎你了铁了足紧诶。哦，安尼我安尼我边我来讲，学一下 T，我我小即摆看买都等你学，因因为我前暗毋是抑搁爱做迄落半自动诶迄落铲嘛，啊，迄规模若较大咧，迄个漏斗嘛爱用足济啊。咱袂使做迄个无 T 的人，所以咱来学一下 T。好，无笑歹势，嘿，恁继续。我收细声电动听无啥有你好，安尼我讲一半，我讲咱袂使做无 T 的人，所以咱来学一下 T。安尼好，好哦，好哦。我替你试啊，我替你试，会使，这会使，我感觉会使啦。我感阿兵无爱过啊，虽然可能一开始就，哎，距离即马无铁的人嘛真济啊。对，就是我哈哈。等下，我感觉你讲诶，啊，无铁诶人，就是因当初是入去关就是笑嗨嗨，啊，即马佫跳出来补选迄个有无？哎呦，哎呦，哇，含你讲的真刺激呢。这会使，这会使。虽想诶，还袂差，嘛会使讲九顺，九顺是颠倒柄诶，迄顶头九顺是顶伫下骹发起来下骹，嘿，对。我找一个地水石，感觉有理，我看一下。虽然讲无查过，看一下。嘿，我好像有理。水泡石还是我看一下，石无灵，石无什么呢？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，我找一个。情子石，情灵，感觉真正是安尼，因为爱台语，我是找，即摆是找爱台语，啊，结果我是会惊讲因顶头有人是凊彩写，所以讲无确定讲因遮到底是毋是正确诶。毋过伊敢会使，因拢会使迄个灯票，你会使看迄个嘿，偌济人敢有理，我嘛拢会看迄。有理也无讲介济，我安尼我就当做无看诶。啊，有叫做水泡石，会看水泡石，该是安尼。无看到教育部诶，教育部诶书顶敢若无写。先啊嘛，因哪会等下哦，嗨，等下。啊，有人后壁讲话啊。无，哦，无代志。害我欢喜者。水泡石，还佫有啥？石青石，哈，应该水泡石应该是会使啦。还佫有啥？
找无啥有迄落人写的呢，就是无讲介侪人讲要安怎读这字这词。应该是少啦，因为台湾要讲即种较台语即种较有诶名词，就拢已经拢无咧用啊咧。少咧用啊，先算是迄个环境就无即个台语咧，是毋是？可能较早饭讲汤拢滴水饺，我是感觉会使啦。滴水饺有理，有理迄就是形嘛上有，会嘛有知影迄啥物款物件。我还有一个网站通查花台对角书店，我来找看卖。哦哟，我看卖一下。直接讲酒笋嘛会使。就顺啊。喂，江主席，等下，江主席，江主席，安尼嘛会使。原来是安尼。伊度这meme直接换做用字拍出来，袂歹。等下我看者，物件小放一个箱仔底，因哪会学遐济？你摕我诶，其实你去第个试看觅。你来，你真的来，你试看觅。啥物来试看觅？啥物？你会感觉做爽诶？你来试看觅。啥意思？这爽是啥意思？那是爽。等下，我含你过。你先开了。好，等下我看一下。哎呦，这个看起来。你比啊我第个去。好，我看卖。我遮。好，我来看卖。哎呦，哎呦哦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等下先互你。小这。我过来看物件。爽哈！有厉害，这尖喙骨啊厉害。有水了，有水了就爱开始爽啊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看无？但我要创我说袂记。老啊！真正老啊！我今日讲已经讲过，你搁甲你讲一摆，人会伤心。无我，你还未来进前，我就讲伊有货啊。系啊，已经伤心啊，莫搁讲啊。是袂啦，我已经挂是上班上到，已经认分啊！我着老，我头壳着歹。我着无效。我着之前毋是迄个笑亏图，就是大家做爱用诶。我着无效。我着无效。等下，哎哟，遐济着。哇，真正有够济！你看一份的资料，啥物资料？看者还个啥？线敢会使？敢有法度变？啥物？线敢有法度变做油墨？会使啊，你搁买啊？买啦。买好，等下。无，咱直接去加了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因为线伤济啊。
哦，讲安尼使对，留一组人啊，留一组好，我来创看卖。咱小可会当去较济，哇，想啊，我个 Q 啊靠 Q 2个顿啊，Q，好，安尼我较拼诶，咱今应该赶紧去迄个阿慧纪念馆，就拢想啊，应该才有位通看。对变成口。对，伫遐变仓库，无毋对。等下来去。毋过阮想要找迄个海林子，对对对对，迄较歹找诶，比我诶幸福较歹找诶。啥物？哈，无，嗰个啥学物？你要找啥物物件？迄个海林石啊，哦，迄是真正较歹找啦。对啊，爱先去找海底神殿。啊，拍人会赢，才有法度学。嗯，嗯，若歹物啊，就是顶来一届。哎呀，我有找着呢，喂，我有你有找着？恁遮树仔是安怎？倒位？遮看起来像要种啥吗？啊，来看卖者，就是什么种树啊种的尔。树啊？哦，所以这是啊，遐拢是要种的啊，哦遮拢种好的啊。要留的吗？拢会使拔。这拢会使跳工种来扑的啦，就是对对对对对。因为迄树啊有无？你毋知影倒位，无啦去扑拢会足歹扑的啦。啊，种安尼就是因为你好扑有无？下骹位下骹乌一家，啊种伫内底了后，你都毋免爬悬。哦，那就变了。啊，好，无代志。要紧，先挨着这。对，先爱就对。我那会剩，等下我那会剩裤甲鞋啊，因为我捡着诶，而且这裤无法度退。哦，酒掺的裤，有就差不多有即种裤。啊，衫就是无捡着衫，所以讲人无爱穿衫啦变出来，咱尊重逐个人。咱无爱穿衫诶。嘛毋是讲我讲捡着裤。你若个爱想者，才讲你安尼足怪，足奇怪呢。我着捡着箱底内底有裤啊，我着捡来穿，结果无法度退落来啊，无捡着衫。路边的裤莫黑白捡。捡有就差。我都退来。包毋好被扣共款。无对。对，路边的。我细汉有捡过呢。
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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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给，结果咧，哇，两退回，人讲少爷，你遮细汉毋好扣。对，看到对，你卖叫你较大只，我就提开咧，你提开好啊，给提是开，拢会有你人个红包人伫边啊？还是无这一涂开，哦，是真正是内底应红包该是无头章，还是真假吼，还是拢无吼？我毋知。毋过伊迄我即摆想起来，伊迄上迄真正条工是遐，因为伊迄背后路内面就是个坑，伊就是都拄啊好钱伫迄个坑内面。哈，啊，毋着人唱遐。哦，所以可能对个囡仔下遐无想要互因老母去，哎呦我叫着。哦，安尼哦，有可能呢。好啦，反正你即摆人无安怎就好啦。嘿，因为咱以早有一个迄个算风俗啊，就是嘿，你若讲迄个查某囡仔伤早过身的吼，嗯，啊无带翁的话啦，吼无嫁出来的话，会伫咧路边放一块红包，嘿对，吼啊捡着红包的迄个人，就爱，爱甲就带是等于是讲爱带即个查某囡仔安尼，嘿，嘿，哦，啊算冥婚啊。哦对对对，所以我见交无女朋友，敢有可能这个问题。诶，我毋知哦，啊，毋过你安尼讲，你安尼讲嘛是有可能啊。我咧水小，嘛有可能单纯就是缘分你了未会感觉到。你会感觉你的脚带会做叮当的无？顶架头敢有别人踩你顶头？暗时你困起来，拢会感觉讲，哎，奇怪，咱拢遮无精神安尼。神神的困敢若无面款。嘿，哎，像迄高中海，高中海是迄代志诶。好好好好好，哦，我扣了过5当，伊才很灵。哇！伊嘛是等你，伊等你迄个啊，你还未成年啦，夭寿啊，哦，啊，等你大汉啦，等你18岁啦。靠腰，养成日记呢？靠腰，安娜，莫白讲，我毋是我讲扣了已经诶，，我扣了已经有6莫小等岁尔。真正迄个，哎，毋是我讲诶，甲我无关系啊。我会惊咧，我会惊。啊，扣的是我，毋是你啊！啊，毋过我参与即个黑白讲诶迄个部分啊，莫只300。佮计都无成。诶，对，诶，我刚刚捡到一箱不离趣味的鞋啊哦。哦，但是伊嘛扣着一箱。哎呦！红菜头卖等咧，啊，袂付啊，哈哈，我捡起来，哦，你我要食啊？捡到一箱会结冻的诶，鞋啊，甲猪啊，迄区扩建者，哦，好，诶，我查互你啊。好来，恁要来算即箱鞋啊无？行迄水面的水结冻。迄个吼，诶，咱一个人伫头前行，啊，一个人伫后壁用船。哦，用准冲啊，真正化水的结冻，对。等了，诶，阿辉敢有算过？无，船伫冰面顶会愈足紧的哦。嘿，用粗的真正是用粗的。好呢，迄箱鞋啊，或者啥物化水诶结冻，哎，对，来，等了，我来。你伫啥位？哇，水会结冻，啊，毋着迄双鞋啊，着爱叫，会记？诶，没我想看觅哦。诶，爱叫迄诶阿飘诶，啊，袂歹哦。咱听有代志啊，你后壁？哇塞！哎，太阳恁伫倒啊？伫咱边啊，迄片有船啊有冰有船诶，海。啊，伫海嘿伫海顶好。这箱鞋啊，通或者阿飘还是足good 飘呢狗好啊？ ，very good 呢喂，very good， Very good 啊。 ，very good，真正有 good。啊，你开入去水内面，伊就会。是这样啦，我叫伊来帮你开落去，因为伊会落去水内面。
，Let's go！哦，行我甲伊弄掉，赛子弄掉我啦！等咧，我头壳戆，我伫倒位？啊，我伫遮。所以啦，对，好来来，哦，这阵啊，若啊，卖讲，啊有一个秘诀，就是你伫船顶的时阵，卖滑头，用迄个倒滑甲正滑落滑头就好啊。你毋好用迄个冒失咧滑头，你若用冒失咧滑头，你会做到头毛的。好，得了。我以後安尼叫阮朋友人生地獄。哦，准呢？准啊，下骹冰下骹，叫袂倒来，不要紧，我就是嗨啊！佮做一只出来就好。刚才头拄有人互我做者插头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惊久诶无去好，先收起来。姑妈阿妈，你下班啊？哟，哎呦，辛苦恭喜下班。等我即马，我即马无钱。感觉袂用去。我来找看卖船啊，敢有伫咧食无？好，卖滑头。卖滑头，好胜。恐怖故事内底会出现的迄落一句，哎哟，我无喘气，等下。好啊，船啊，捡做转来。哦，你捡到转来，我已经做一只新的。哇！我后尾咧驶船看卖。哦，好。亲爱的是快乐的船，哎呦，哎呦，飞去倒位？你家母爱是变的 space before， 后尾来转好，细字呢？对啊。哎呦，真紧呢！哎呦，真正会戆。嘿。Deja vu, I experienced this place before. I am on somewhere in another. 哦，别拖啊！啊，我会准。对。啊有，那你在生迄个碰准呢？哎，使。来，啊个，这有影袂歹哦。趣味，啊，准来走去卡去啊，拢落落诶，哎哟，我袂歹咧，咱伫这较冷诶所在，咱直接就围一个箍啊，就变做迄个战场啊，有啊。袂歹。来哦，碰准哦。我来甲你弄，我家己刷。袂过，你伫倒位啊？我你伫遐？等咧，使出去啊，超使。袂歹势呢。给掉。袂出去，好，会使。有够好势。趣味啦。哎呦，趣味啦。查甫人的可以讲啦。有意思呢。好。看伊顶头有迄船仔顶头有载有写伊的木材，应该是有法度做无共款的吼。哦，对呢。看起来应该是安尼，会使做无共色水的船仔。对。但是头拄仔驶船驶到真正会戆呢，那安尼？吼。对啊，所以就头卖挖，你爱迄个爱用倒挖甲正挖落挖迄个迄个。我个试一届。袂使用冒失挖，你用冒失挖的迄个。无咧，用起爆嘛是共款的。用起爆嘛是射了真紧，哦哟，好，莫个算啊，等下两面去 F5 阿瑞特别较讲。哦，嘛是会使呢。
困人烧金，干嘛呢？小精，烧弄啦，毋是烧金啦。小金，他会个要小金，我实在头壳洗甲头壳拢戆，哇，真正会戆呢，那呢？有时啊，现哦存比死较痛苦。真正。对啊，毋是迄个图，哎呀，啊啦，着底下咧哀，那恁那头发 FOV 是用偌济？啥物个？就是迄个高十选项内底，迄个四角光度。嘿，我看者。你看你若会戆，你甲调较快咧。像我是六地是90嘛，我是85。因拢调管，我是一下正常，我才调较正常安尼。哦，哦，真正开始咧啊，水要咧吐啊！你若调较快就较袂遐艰苦啊。我试看卖。嗯，我通讲电柱是啥物？我看者哦，我调到90好啊，看卖者。应该是敢有较好，我毋知。念伊则搁看卖。哦，头拄仔迄生化真刺激呢。对啊，啊，毋过我真正是找无路，我更毋知影砖头伫倒位。你着照火行，照我查火行就好啊。好，因为我即摆看着足侪火，哈，无共方向的火。哟，安尼，等下我再来引咯，等下要紧，我先去。我尽量。好，豆豆来找无再来画。好啊，咱线，这算，安那，还有一组即。马线会当换绿宝石，诶，袂赴啊，无要紧。不要紧。啊哈，我应该安尼做，应该是袂去互人做水饺啦吼。你我感算是菜的，飘过，你算是菜的啦，就是包括啥物？无包肉。飘过就是伫咧台中化水的简单的迄位大弟。啊，嗯，嘿，啊，我安尼应该袂互人摕用保障。做水饺吼。即迄个过一时啊，咱就知啊。我若有。你以为迄个人就爱做肉粽？你敢会当做菜长尔？做菜长，对对啊，吧？我会使做菜长啊。你算是毋过菜长。人伊就讲，若去做中部长，迄会变亏，所以讲即马拢伊毋是有出家己的水饺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即马无要互人带海景头一排，即马是冷冻的头一排。嘿，起价啊，无遐济位啊。无冷冻第一品牌。还是讲同好笑的，就是咱家己啊。嘿，前下毋是有迄个风台天吗？嘿，风台天，逐个人水饺啦、包仔啦、啥啦，拢穿甲规个卖场拢扫了了，干那剩飘过因兜的水饺无人要买。哈，迄无旁听哦。啊哈，我是有食过一啊！摆我是毋因知影敢会当讲水饺啥啦。我是有食过因兜迄摆的水饺一摆，哦算讲好食啦，就是是哦，无讲就是好食啦，袂讲就是咸咸用啥好食。袂讲袂当讲话的。我真惊，讲了毋对，我明仔载无安尼。买啦，后礼拜点一个你看3 Q 到进，怎么人活好好的？诶，
就定定画一个水饺，伊嘛是画了好好啊。毋是讲伊名用台语读，听起来甲 dumpling 有像。嘛有啦，嘛有呢。对啊，伊讲真正的伊的迄个，反正就是有囡仔人，就真正袂晓讲，就叫伊 dumpling，伊就足紧张。真正变水饺，嗨呢，这阮当初就是中部站，我敢安尼讲。嘛对。上困难是紧出骨头，加就落啊，加就落啊。无啊，伊有一张图啊，就讲做水饺上困难的，就是爱紧骨头啊。啊，那是哦，我是讲啊，伊家己漂过白水饺的迄落，互人采访的时阵对无？我想起来。对。有灵魂的水饺，诶嘛是啦，就是会听着啲爱哦。无啦，我想到迄个香港有一个电影，就是人肉做的包啊。哦，对。啊，那像是人讲迄嘿，真正捌发生过的代志来改编的呢。有啊，迄是真正有发生过的。有啊，肉包好食啊无？哈，啥肉包？人肉好食无？我都讲搭字无？漂过因兜的水饺普通啊好食啦，哦，就是会使试看觅，若有下口味，会使加买几包啊。你今日有5分钟工商服务？无工商无摕钱，无青春不老完。你老懵老哥会使补土豆，人互你宣传，就算互你民主啊，你搁敢摕钱哈？哎呦！无，唔敢。我唔敢飘过，我唔敢飘过，唔是我唔是我讲的。哎呦，哦，真正今日搁要 diss 着偌济人咧。啊，做人爱有赞助。对人。若无赞助，会变做一集。哦，惊啦，会惊啦。想着我会惊。拢在观众讲，袂啦，我袂甲恁杀出去啦。哦，真正，哎呦，笑介热呢。哎，袂歹，天气拄啊好寒。今天敢有落雨？阮遮无呢。阮遮原底无啊，毋过头拄啊有咧。变较小淡薄仔尔。家己即边伊落雨，我看过无几工啊，毋是有一个迄落会寒流吗？寒流落来。哦。加足寒。哦。奇怪，这人拢袂发啊。啥袂发？我靠着。咱种的这产咱拢袂发啊。敢是因为无人伫边啊？有啊，毋过就发较慢啊。啊是恁头拄有采收？有吧？哦，头拄有采收啦吼。一开始会写无要比也算个啦，无啦，无遐严重啦，是无介遐严重。要无够严。家己的公园歹困诶，啥物意思？是安怎讲家己公园歹困？迄间要困，伤寒吼，还是困公园吗？就是因为支持佩克米克，才会困公园的吗？这我无对着。
什么？我嘛无对着。日本无啦，迄个 Hololive 的迄个配队有无？哦，配啊现 Comico 的在配队有啊。人就哦，讲配对就是敢若买股票共款啊。选这队无通食，配所以 Comico 都爱去困公园啊呢。哦，了解。嘿，我这是有对着 Hololive 的，甲有较了解啦。这个我知，有我这队哦。是徛倒一边的，啊是你是我迄是个应该算讲皮克姆啦。公务啦吗？哎呀啊，，虽然讲因即马嘛无啥物，较少活动啊。对啊，无啥物做伙活动机会。哦，你毋是配靠因老母诶？哈，即马嘛配靠妈妈啦，即嘛是配靠妈妈。嗯，配靠因老母。因老母嘛淡薄仔爱换一个词来啊你讲嘛无毋对啊，都老母就是人即马对人话讲皮克妈妈，毋是皮克因老母。好啦，无得要安怎讲较好咧。皮克妈妈就好啊。哦，嘛是啦，毋免硬翻啦。啊，嘿啊，嗯，皮克妈妈就会使啊。皮克因老母敢若是要讲错啊是？好，无那反正较迄落。这你都袂晓讲话，会晓较讲共我的口音就变做啦，丈母想要讲错共款啊。配靠因尔。无要叫啥？皮克的阿娘，皮口因阿娘，敢是伤过迄个古早。哇，我今下做到爱叫的呢。哇，熊做妖诶，啊，演孙家腰啊，对，我伫咧靠妖。介绍一个稳赚的好无？雅狗因为永远拢是 base score 啦。好，人因头家是头家呢，人因头家是头家啊，就是迄是因头家呢，安尼咁好。袂要紧。无啊，抑个 base girl 就是迄落啊。因头家就是结果是上单纯上爱迄倒路个人讲，哎，对，有人头家买 YouTube， 这我就毋知哦，这毋知哦。哦，佮你讲危险的代志哦。我是毋知，毋知就好。这我袂记诶，到底是倒一位买船啊？哦，临近3级吧。哦，对呢，我想起来了。哦，我咯雅个就是开27亿开一个起一个，迄个做啥？互因诶艺人来用诶迄落包装马铃薯。哈，这在讲啥咧？等下，什么物件啦？我在听无？
什么马铃薯？宝州马铃薯，什么？粒影片，然后头家是开17亿，起166粒影片，哦对，studio，通互因来用安尼，哦，嘿，哦，我嘛想要爱起一个。真听无咧。真听无得是，无啊听我就是粒影片。粒影片，录影片吧，迄啊书店内底写粒影应该是粒影吼，粒，迄就是当录影的摄所在，摄影当棚啊拍片的所在。对，摄影摄棚。影棚。粒影、录影拢会使， OK，就是，嘿，就是安尼，粒影片，头一摆用台语来讲，爱加较练习的，嘿，粒影片，嘿，啊，恁诶火车太路线起到一半就要坐啊。因为这毋知要去倒问位，因为迄个啊，火车就是行到迄个阿妹都丢，无啦，就是我就去到一半，这是崩坑来的，嘿，无啦，咱个接去片坑来，嘛是啊是会会使，使。无啦，拢是拖先我白车，讲诶，你讲你就爱坐。啊不，我头拄啥物拢无讲， VOD 抓出来。哎呦，同学欢迎，等下5只马，哎哟，1、2、3、4，那迄坐着1、2、3、4、5、6只马，哎哟，你有穿宁静无？无呢，拢放喺箱底，哇，还是你而且佫装个头，等下做装个头标号，者？对啊，等下我看一下，飞机你有做伙啊吗？所以较准的所在有，咱是要去迄个伫啊，迄个底下是啥物？猪圈。底下聊，底条底下聊，嘿底条诶，你有讲要去底下聊，我都无是听。咱去，我毋是等一大堆查互你啊。哦，我计是你要，我计是你单纯要送互我诶。哦，好，我今要创啥？左票边啊，我嘛毋知你咧。起来是底啊，来起 D 好，我来做 D。 659、65，来这。你帮我载一个图来啊。图好，我有足济，两组敢再讲有法度直接甲坐票 copy 落来啊，还是讲爱用拍的？用拍的吧？好，我来小记录一下，等下。无，因为你坐标是互咱，啊，咱摕迄个红菜头过，因为你人若走买就无去啊。啊，好，等下哦。等一个咧，等等一个咧。你嘛等我一下，我先食水。好，693，693，点。好，食水食了。93，原来是食这个水。对。好，我拍好啊。图应该是附近应该就有看到。好，拍出来。一只马会使买偌济？无得买呢。我都买。一只牛买5000块。你敢有听过？应该袂配要无这条我毋知。小老的，足老的。我随摕迄个宁静过的呢。好，才有人伫个棚坑内。啊，箱底嘛有马鞍，会使摕来用安尼。治疗是倒位啊？看一下。
安尼我会直接学去，我直接学去好啊。哦，蛮使蛮使，因为我即马找无路好处理，我直接学去。好啊。图我是要互你也是，好啊，等下啊无咱来去乌茶啊。我查好，你即马麦克的啊那 level 是偌济啊？你无上简单的啊，无啦，我是讲好啦，你家己的，你家己的30你无这30，我人的呢，实在， 30，咱去做一支你的一这支枪，这叫啥？什么？这有个波头，波头，加甘有人知无？敢若无？鸡巴好吃无？还有一只乌马呢，哎哟，水哦！但是哦，我搁咧学去的啊，这哦路有一个有够久的，找无路。尾仔应该还佫诚济，不要紧。我家己摕啊。所以，所以这啥啦？我家己做一支旋照波头是无？嘿啊，啊，煞来我就来楼骹吼。下落来。还有一只尾，伫下骹，哎哟，滑落呢。一两三，啥物起喇叭？对啊，队伍车。太歹着。我知。哦，啊那个赛车哦。新的朋友，哦，我想讲像起喇叭，像对啊，起喇我想讲你是哪赛车无啦，哪是啊，无是我遮的。哦，是恁遐外口真正有人起喇叭呢？收着声，收着声。真歹呢。我应该窗仔拍开，八大小。拔倒转去啊！无你甲讲大板莫拔啦，莫巴啦，莫拔啦，莫巴啦，打呀喏喏，马赛，有够型你诶！要紧插头。真型，你是安怎？我着你着大家咧看这，无，我逐工看，哎哟，安尼真大声啦！啥？无啦，你讲咻，嘣者安尼真大声啦！迄敢是福建人？嘿，福建，嘿台湾的这福建，嘿，一个福建的阿伯安尼。咱还有一位朋友偷偷入来啊，哦，对，拢安尼偷八偷，音选歌是吧？还是哦，很高，hen歌，暗，暗，惊着，今日实在互两个煞惊着，我实在，真正要去伤惊。安尼敢佫有需要佫来一个？来啊，来你叫要收惊无我差已经无啦，打，搁要来。无差啦，好大你就来，咱开讲啊，哪算哪开讲？太离谱了！看一下，什么？他毋知，哦哟，那会连这拢嘛有，有咯，拢嘛有。这哦，我这支袂歹。伊就感觉咱这拢有。靠腰，哦，实在笑到流汗。袂歹哦，安尼较袂寒，确实是袂寒啦，不过毋过会惊哦。
会说咧，差死啊，差死！哪有这啦？有咯，哦对啦。厉害厉害，真正厉害！哦，我已经学出来，啊，那学伫遮啦，哎哟，你懂？以前我下骹哈，无因为这变成我伫我迄落测查场下骹学出来，因为哦，我要找路出来，嗯，我要找路出来，叫找找位遮来，无紧，嘿我才甲扛起来就好拄啊。好咧测查，想讲涂骹哪会发一只带几只牛出来？牛摸出来，诶，等下，我要摕迄落红菜头去互迄落，互伊丽莎，嘿，要来，大家等来下啊看马倒转，看马，无啊，恁有啥无买一只？就摕线，等于安尼无诶咧摕线对牵就好啊。敢有迄落，敢有迄落锁啊？有锁啊？有啊，有啊吼。有诶，咱有两条，哦，猜羊驼，好，无，应该毋是台，迄落是台，迄落人尔。啊，无，咱嘛无台，伊是家己就巧伊，嗯，伊互迄个啦是咱台，互公司拍，哎对咱甲救无。锁啊有三条咧吼。哦，水水水，好，啊个宁静嘛顺续炸啦吼。好，小串者，小开忝，请串，安尼哦。哦宁静，好。诶，啉一喙仔茶小串者。讲嘛。等下诶，咱线嘛会使做呢，因为咱有 slime 的角还是球，说袂记。我记你 slime 要哪看含迄落嘿，对话的内容？要哪看哦，你要看对对话是诶 T 啊是 G 吗？ T 还是 T ，T 啊 T， T 吼。嘿还是迄落正平息653，693，659，693。嘿是，我最想要画给，有声，画价是画价，你要看人迄鱼仔市场咧画价，嘿啊， 600，400，400，400，400。哦，迄有够紧的呢。那会愈画愈假。嘿，对，那愈好愈个，因为我头拄咧想迄落，我免哪过。等下，真正无法度一届想两项代志呢。对。诶，你北平拢海边的，你有过海啥？有啊，有。好，我先过海，即摆个我安尼还袂到拍死。诶，咱所有人加起来也无八个。哎呀，有两只马落高仔底。哎哟，听起来要诶，搬水紧的，我讲讲过觉。我有选修是圣经诶，哦，敢有影？哦，你学圣经哦。啊，我开始的时阵，我根本就毋知伊写啥，啊，你是讲迄个字迄个标点上艺术拢看有？内面诶内容，啊毋过我拢无咧看，逐字看拢看有，啊倒起来就看无。无伊是嘿，因是安那？你读英语的，伊英文的，是就是故事，哦，有故事对啊。伊个故哦，就讲事啊毋过圣经故事安尼。我拢无咧看，我已经去困一冬啊，半冬啊，有好困无？哇，困遐久着。一礼拜2节啦，啊迄2节拄好补眠。哦，袂歹啊，敢有好困啊？欢喜啊！伊嘛是互你过安尼啊。看考试敢有过，应该是该困啦。哇，毋过我期中考了袂歹。我阁有伫考试我后壁画十字架，我甲老师讲耶稣爱我，
可以让我过吗？啊，干啥？可以当安尼哦。你干啥？笑嘛是张都教会。其实你敢知影，迄老师嘛是知影你甲迄个，你甲敷衍呢，伊家是这里有我鬼，耶稣与你同在。伊都无要甲你计较咧。我是感觉人较厉害，人都无要甲你计较。你若有过，迄就真正耶稣有咧保庇啦。感谢你真正老师无要甲你计较呢。耶稣有咧保庇，啊吼，老师无要甲你含你计较，啊若无过就是耶稣咧听话你。对对，伊就是甲你讲无好安尼做吼，安尼话讲袂使安尼讲，爱确定咧。而且因咧圣经内底嘛是讲人爱骨力啦。哎对啊，我太过来了，过来咧困，哎，没讲出来。要赢哦！哎呀，是这样。有影刺激，有影好困，有影有影。你这种话你嘛讲会出来？哦，等麦老师有咧看你的海信，你就知。哎呀，我说想着我读大学，我紧啊，我嘿，因为你也拄袂着我啊，明年拄袂着你吼。今年还是明年？嘿，伊今年拄袂着我啊，明年应该拄袂着啊。明年拄会着哦，啊？啥啦？是今年拄会着，还是今年拄袂着？今年拄袂着，今年嘛搁拄会着。诶，是哦，我想讲，毋是6月、7月过了后就拄袂着，干嘛呢？还是袂啦袂啦。还到明年才有法度？哦，我来去伊个办公室，所以嘛拄袂着啊。哦，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我若无过，我就去找伊啊。哦，我来啊，我来啊。来，我看到，这啊，第三张，6只，应该剩4只尔，因为有2只拔落。好，啊，这红菜头分一罐互你，来。好，我来试看卖。好，感谢。等，搁去倒转啊！去倒等一等，好等诶。等下，无要紧，我徛较紧咧。啊，昨头内底还有一只乌马，我来试看卖。好，有啊，感谢。认真讲，启用是听 YouTube， 哎呦，落落玻璃。惊一个。这里。哦，不要紧，应该有一通倒。啊，就说啊，你是要救下骹，还是要掠面顶诶？先掠面顶，因为灰色甲顶面共款。好。我试看卖，敢会使有法度甲伊印过来无？伊不爱食呢。啊，还是讲靠背靠背，啥代志？我甲拍一棍。我见伊袂计较啦。等下，伊不爱食呢。哦，敢讲即马就是爱愿意甲伊徛起哩。等下马啊是安怎？即马敢若改做用徛诶款。阿辉，安那？咱来去找碟啊。碟啊？哦，有碟啊？嘿，来。按着安尼一路向前行。安尼就有碟啊！哦，你搁要共设计啊？我顶回才看人介绍讲，碟啊真正发真紧。哦。一枚敢若就会发10公分差不多2寸甲3寸。
爱空手对马啊，咱来做一条船，是使有用啊，哎，直接骑过安尼，我直接连咪才骑去。试看觅。好，直接我空连咪手爱才试看。空手，好，我来试看觅，你要甲我载因为只有乌炭，我来乌乌的。哎哟，红仔的素好西，免家己驶着，对，免家己驶车就好啊。忝是人咧忝，哈哈。忝互别人忝就好。没问题。哇，这片海要大，嘿啊，我知道啊。哎，你要 UAV 过呢？你要去美国啊？哎，啊，这片钱要多大呢？对，哎，腰足远诶。我头拄若像嘛有为遮，就是使一下做。 Let's try it。倒手边迄敢是迄可以这样，哦，迄感谢你，你可以这样修过。甘蔗处理足久的，有啊不是处理。你再来修有一只，我嘛徛起啊，我徛起。毋过无哎，是啥？要安敢若无法度家控对啊控制伊风迄个发光的，对吧？我看一下伊甲我用咧，伊甲啊我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我跳呀！用倒边的 shift，头拄甲我钱米石头内底，要互你无喘气。嘿，差点要敲伊啊！诶，绿地伫倒位？你哦看到啊。有人甲我写啊，无，你爱空手，你爱空手。无，我已经准伫我遮。已经是我的啊。毋过我想讲要家饲，结果饲红菜头无法度。哪呢？喂，毋对。伊无要插我。阿辉，你相对会较开，想啊下，想啊好。哦，有呢。这片足大爱呢，要安嘿，爱有马鞍，才会使徛的款。啊，好靠。腰。你有所以炸爱刷心有说到着我出顶头，有代志等下哦。好，那呢？我搁看觅床仔底迄只乌马看觅，当然，床仔底有一只乌马，我来看下。倒位？这内面像是应该是这是怎做？只的款，哇，这树仔后壁，哦，夭寿。哦，你有看这乌过想啊无？哦，这只水，这只水。我你像这边穿过，我去找你我试看。觅。好，安敢有？无，你爱有按到，我都甲控制。先等伊陪你，来，这里啊，好，先甲救转来，等下，我直接去找你。你若要按我已经救以后，咱有真济，遐系个物件，两箱下，结果无法度出来。好，来，后尾咱来对。无要甲我插，好，真好，等下。你爱徛起，你爱先徛伊，好，徛甲伊驯服。好，我试看觅。嘿嘿，无你徛，你答应啊，我来找另我外一只。来，好，我，有啊吼。会使。来，咱走。嘛是无要行艺术呢，那呢？无要行嘛，你甲边跳开好啊。你会准吗？拢跳掉。好，准好你。好来，来行。哦，有啊。好，水。哇，无看有鸟啊咧吼。哎呀，还有一只鸟啊！
因为迄落庄仔头附近拢会有猫仔款。无咱为即个方向过啊。啊，摔一个，无 Q 是共死，啥物？好我坐好啊。找一只无共款的好啊。好啊，咱真正有一只白马，搁一只乌马，真正要乌白马。好，行来等。好，水啦，咱即马3只马。毋敢有法度过海，还是讲会啊会啊会啊。会哦？好水，火器咱来看吼，边仔迄只吼，就是咱吹冷气了，因会无用物件。这迄个因已经吹冷气吹足久啊，嘛换咱来。换咱吹啊。迄个呢，迄个梨呢？系啊，对啊，我头拄仔看着这只无毋对。有3只呢。 3只。嘿啊，你看有3只呢。呦，啊，这个有要甲早？会使啊，因敢若会使放搁较侪物件。无9字公司，毋是迄款的，等下伊毋是滚肉，毋是滚马。一只马甲放掉，好无？好啊，会使。何叔暗暗好休困，先休困。我是要哪甲放掉咧？这样嘛？后礼拜咱阁有诶，还无决定呢。还袂决定，爱搁看卖。后礼拜我巴肚，好，袂要紧。咱就是看要去台北。哎哟，咱就是看缘分咯。系啊，然后都好，都好，我懂。啊，都会使。我豆花，好，一只梨仔已经是咱的啊。好，迄个乌马咧。乌马还搁伫咧，我是头拄仔用起来尔。爱锁啊，甲有法度。锁啊，甲有法度甲你掠倒来。可能连面爱过来一拽款。安尼哦。好，我先甲其中一只掠走。你过来，你嘛过来，好。啊，坐标家己咧，502-599好。行来等。好，对你哦，总算看着路啊！哦，这真足大诶。等下，阿平，你有一只马骑着树啊？等下，我甲伊。好，投球哈，应该是有法度牵你行啦。会啊，会使。可以。啊，回收。咱照这个方向直直行。你是已经知影倒有得啊？无啊。哦。因落吹看卖。这边有较桥，好。行，因为无就是行无好，伊迄锁啊。会当做壁起来。啊，这嘛当这边。你有炸船啊未？有，等下。
哎呦，安尼，哎呦，你等我这边去。呵呵呵，请等台你的表演嗯，我谢谢。好，当爹，当飞机，哎，安那叫我还全无咧名创啥？看迄个。来看咱的设备。我敢若互你迄个，我若像是敢若互你会使开的迄个啊，款项。你帮我看中指嘛，这个。哦，可有安尼。哦，直接来吹安尼。好，稍等哦，我迄个网络爱。哦，有够慢的。做表爱做目睭咪啦无？啊，毋是口气啊。这边喂，我来倒位看。看着水底有地感门。这面顶哪有迄落，哪有土？土？哦，这边哎，对啊，那有对啊，那有沙啊。这哪有土沙粒？哎呀，好酸呀！是啦，毋是沙。我沙啊有记土沙毋是土沙啊，那遮有沙啊，应该是会互食吹无吗了。是伫倒位看？答对，我人食水果。啊无你开我你的微信给我看。食水果。我查者。豆花，啊，我顶日摆就是豆花啊。恁遮的死囡仔，暑假拢结束，咱毋倒紧读书。水底有迄落呢，这边水底有迄落地甲门的。哎呀，我头拄仔有看到即位嘛有。你有看到无？伫遮伫遮。有啊，我有看。迄后壁头拄仔嘛有一个。土山啊，三色豆花，三色豆花真久无食啊，无，我之前是食三色布林。请问三色豆花敢是用三色豆去做的？真恐怖呢！无这边。好，等下，小龙，等下。诶，我过。哦，飞机，我得要知影。你是我都拍指令的吗？哦，会使啊。你拍斜线 SEED。哦，安尼就有啊。哦，我咧舞规半波。到位啊！歹势啊，无介巧。苦烧拢食牛腩布蒜，迄啥？迄倒一个品种诶？我打互你。哎呀，船啊，哪会阁落雨啊咧？哎哟，遐凶啊！大概拢安尼。无要紧啊，落雨就算啦。无要紧，我拢捡倒转来，你船啊，我嘛捡倒转来。好。看没有我打互你啊。你敢是起厝啊？诶，来，紧来！黑白马拢来，紧诶！要搞黑白马。咱先自家者。等那个天。我来研究一下。好，两只拢到位。我过来先款一个物件。太极啊？啥物事歹去我啊？啊，无啦。是安那这句音遮紧？所以都遮紧。
我头拄仔去捡着金仔做诶，迄落尖喙骨仔个猪头，哎哟，虽然讲毋知影为虾米路用，废伫捡着就捡着啊，摕倒来放。嘿，这边咯，还有10点半呢，嗯， 10点半呢，嘿啊，对啊，真紧呢。诶，那对，会当先休，迄个我有看到箱仔内底有名牌，看要号名无？马啊，甲迄个梨有要看到号名无？较袂无去。会使啊，看是。我算想袂起来，我要搁要创啊？宽想啊，还搁要创啊咧？搁有啥？阿辉，咱遮怎啊几个？哈，你讲啥物几个？看一下106负1700。好，嗯嗯，嗯，啊啦，无啊，无话通讲，因为当咧看物件，我煞毋知诶，要讲。伊恁敢有一厝？哦，倒转来，厝恁的坐标是偌济？等下哦。负145啊，Z 度是212。后尾 Q，咱遐真正啥物拢无。诶，卖啦，咱来买遐高水，也毋是看哦，对无？咱来行到 X3000，哇，呵，行，加油，来35进两3000是位这边。我来啊，诶， 35。恁迄大樟树啊，你种爱随种倒去原本的位哦，无因为哦，位会走去对无？空徛我有甲恁留好，恁若空徛若歪去，伊会发袂出来，因为迄空徛是同有效率的空徛。哦，好，了解。 2、3、咱4。睇对个对啊，这啥？这是这伊会甲你拍，哦，我知，腰伯的厝，甲你放。腰部哦，诶，甲放出来，进2、3、诶， 4。无人诶，这下太无人，进2、3、4、5。哦，啊，有好料的呢，你有看没？啥物物件？有见，应该无好代志吼。我知影较用了呢。有一个声，
后就好听边你现在都想放屁。对，哎，啊，我唔知，我唔知这是创啊。哎，熊熊感觉做爱困了啊！听然嘛，后听之前听了爱个啦。哦，我感觉我来休者。好，我可能嘛差不多。哎呀，但应该嘛差不多。我先去找迄个所在出来。好，我感觉对你准来，准伫对啊，准伫你啊，对，还是你坐准点馆，会我给你当上高位。好，死神你搞无遐严重啦，死神。莫别讲，实在，要未搞，还袂搞，还袂，只是爱困尔。嘿，本年死刑高，死神还袂搞，毋过好神已经搞啊，好神较紧搞啊，敢是？好神世界是啊，敢毋是？敢哦，嘛对啦，哎呀，嗯，哇，啊，现在就来用进来。对，啊他会个伫我遮，准作爱我的哦，我继续去奋斗。安尼我感觉奋斗，看你啊，我想看觅。好，我对袂调，刷去。袂使一个，我把酒精摕起来，我先休困。好，慢慢我嘛先休困。好差不多啊。我若遮起起来就差不多啊。安尼我先来啊。哦，好，水我起好啊。做兵的时阵困中昼，最好神。安尼阿火今仔日吼，就要来甲大家讲再会啊。吼，算算嘛，常常都忝啊，嘿。当然后摆开台是啥物时阵呢？我随来看者，当然我正开始爱困啊。后摆开台是拜六。正月18号，咱暗时7点来算聊天顶第5回。好就安尼吼，大家讲再会啊！刘克车上再会，呼噜同学再会，库萨瓦再会。安尼后摆才过来。好，大家再会，爱困的就去休困啊，爱食宵夜就去食。好，拜拜。